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喘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 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 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大魂。 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的不过想想这。 袂停，感觉世态，伊使经常看待，都讲将来要三通叫我出卖，千百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啦，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无可奉陪，身边只全是一千个等待，含你困眠是我的最爱。 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喘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 幸福快乐，做美托舒服。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 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
囤足机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只在我顶梦时。Hello， 大家久等了，歹势，他拄啊咧食中昼顿，我还没吃饱诶，我刚还没吃饱，不过我刚快速煎了一颗荷包蛋，给我下巴啦，就是还有消巴了。快点，我们今天生日不能算前夜，因为现在不是夜晚，前日记好了，随便啦。我们今天夜市打弹珠要配合这个，就是爱配合这个台谣 BGM， 水了诶，咱台谣版的卡加。我们今天在很像是室内的打弹珠，但是我们要迎合这个夜市的氛围，对，所以我们这个打弹珠配合金金芦笋汁以及这个台谣的配乐，基本上也是无可厚非的，非常的台味，兼具满满的台湾价值。你们帮我听一下那个 VG 的声音，还有我的声音的 balance 还 OK 吗？让我记得吼。来调整一下，猪猪今天的喉咙状况还没有算是复原，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太勉强，对，还是不要太勉强。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来玩一点不一样的，跟你来升一个较无同款的物件，不过伫咧台湾的夜市吼，常常看到啦，嘿，咱的弹珠台打弹珠，好不？对，猪猪生日其实是530，明天生日。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提早这个礼拜一开始就已经把我们的新衣装公开，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庆祝。对，那个怎么样？在生日的时候，好像都会被丢满的木枝条，好像怎么射怎么丢满哦。这个木枝条，今天大家真的就随喜。然后基本上其实我也不限什么金额，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就好了。对，所以基本上今天猪猪如果体力还 OK 的话，就会继续陪伴大家到大概4、5点的时间。对，那今天弹珠台的钱，我觉得大家随喜好玩就好。然后啊，有没有看到前面弹珠台？我是故意设定那个叫什么金金芦笋汁，然后我把它放得很小，看看今天我们有没有办法淹没朱蒂卡哦。我们淹没看看朱蒂卡吼，所以你在眼前看到的这个弹珠台滚落下来的这个就是非常小型的金金芦笋汁。那只要抖内的话，就会触发它滚落下来。对，抖内的话，珠子会从旁边弹出来吗？它的效果基本上就是掉落，你们可以玩看看。然后基本上金额不限，对。当然是如果是0块钱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触发啦。对，可能10块、20块可以试着触发看看。当然，你们觉得朱蒂卡生日，我想直接5300直接触发它，我也是很感谢啦。对，基本上今天算是我们生日季庆生的前一天，也算是这一周的最后一天庆祝，所以我今天就觉得说大家就轻松来就好，配合我自己的体力。对，因为就是我这样的声音，我也不太敢，就是太嗨之类的。大家午安，谢谢。今天你也生日是吗？心动先生，我是明天生日，今天是5月29吼，5月29，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大家生日快乐！对，双子宝宝都生日快乐哦吼。那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首先是涛啊，对，打弹珠，猪猪的猪，然后大姐伊拉善。我每次看大姐的劳工，我都觉得真的是的确是劳工啦，大家都是辛苦的劳工先生。然后对，没有错，8月1号先生打弹珠。长官，你来这边奸笑干嘛？你在这奸笑干嘛？而且你们先打弹珠，小心不要打到我，不可以打到朱蒂卡。
然后不生气的话，欢迎使用我们绿箭的互动系统打弹珠。那如果说您刚好在忙，就是不方便点进去绿箭的互动系统，也是可以直接用我们的 YT 彩绘聊天室，也是会连接过来的哈，也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关系。对，店先生一大声，店先生也在尖笑，店先生，你被莫莉库老师指控偷内裤。然后午餐我刚刚就随性补充一下蛋白质啊，就是打1颗荷包蛋，快点煎一煎，然后再削1颗芭乐，快点吃一吃。对，就是这样子，马上很饱足。马克先生伊拉塞，然后薄荷伊拉塞，晴天伊拉塞。说真的，就凭你这种程度伊拉塞。然后我看一下，永兴动先生刚好看到了，我将进行的是玩字时间啊，谢谢雪莉宝贝。哎，他有触发吗？我看一下啊，对不起，我好像不小心设定他100块才有办法触发。等一下，我设定回去好了。我看一下哦，我设定30块好了，很像他要设定金额，我看好，倒是最少30块触发的样子。我们再一起试看看。哦，好，水云宝贝，你那个刚刚应该触发下来了。没有啊，泽叶先生，妈妈，对。10块，即摆一个夜市10块真正是无得算的，哪来哪贵？没有，我家附近没有这么贵啦，只是它好像预设是100块，我快把它调下去，现在是很像是预设30块的样子，对，然后因为你的荧幕脏脏，因为是弹珠台的玻璃没有擦干净，没有错。那我要猪笋汁，猪笋汁是不是？有，它应该有触发下来了，大姐谢谢。大姐刚刚那一笔有触发下来吗？而且我跟您讲哦，您今天有送的吼，我都有准备礼物哦，我都有准备礼物哦。像刚刚我们水梨宝贝50块哟，来您等我起来，我先把这个斗内提醒的部分，我把它放到最前面好了。好，斗内提醒放到最前面，我们移到最上层。好，斗内提醒放到最前面，然后很像它刚有 double 的那个斗内提醒，我先可能关掉其中一个吧，应该是有不小心弄到。看一下哦，斗内通知，这个对不对？斗内通知，然后上漏通知。为什么会有 double 的通知？好，不管，谢谢，好像有触发了，对不对？画面上看不出来，怎么看？看一下哦。然后这次生日祭典好精彩，整个礼拜都有很赞的活动啊！谢谢啦，财叔，你是临摹可以哈。我今天其实是临时想到要玩这个的，我之前一直很想跟大家玩弹珠台，只是之前没有空设定嘛。然后今天想说，我今天生日前一天，因为我明天没办法开台，我今天来玩一下。然后画面上看不太出来，水晶宝贝，你是说什么东西看不太出来？芦笋汁吗？水晶宝贝，你等我一下哦。等一下，我再把那个设定在，对，应该是储存了。有了，这样子应该就触发下来了。来，他对我有参加的是咱50块的水灵宝贝有无？现在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30块以上，应该就都有办法触发了。谢谢，我们现在要打弹珠的这个。也没有什么目的的募资条来到了150块，就大家玩爽的募资条。水灵宝贝，感谢你的50块，你50块好来。那这个头家你送你一个礼物，送你一个礼物，我看一下哦。来，这水灵宝贝，真正是就乖的，来50块哟，50块来，那送你一个汉堡糖好不？水灵宝贝。刚想你来送咱的弹珠台，送你一个汉堡糖刚好。这我细汉时阵就爱吃的呢，这个我小时候很爱吃对，那是弹珠什么东西？什么？对，弹珠游戏。嘿，所以水灵宝贝这个礼物你敢介意？我们这个50块不要说老板娘不厚道啦刚刚就50块掉落了一些那个触发了一些东西，有触发没触发的，至少你还有那个汉堡糖可以带回家吃啦，那好不好？我没有很敷衍，我很努力的，就是去备了很多礼物，好不好？你看。
哦，是哦，你看，咱这嘛，你 W L 上你 W L 上就嘛吹落去啊，30块有哦，我们30块刚刚已经也有触发了，没有问题，今天有玩的都有礼物哦。来啦，哎呀，行基本上打蛋做台蛋诶，咱会当找看卖呀诶。水哦，今嘛咱行基本上噶 ZW 先生嘛吹落去来。水灵宝贝，你的这个糖果先拿走来。老板娘人好好是不是？我今天早上努力去背的，大家的奖品，来，大家奖品今天有打出来的，我都放在这里。我让课长家，安尼好不？来，水灵宝贝来，可以去宝宝哎，很爱吃对不对？水灵宝贝，刚才那个50块有触发了我们这次的这个算是这个是什么？对，芦笋汁，我不晓得该叫它砰砰芦笋汁还是金金芦笋汁。对啊，原因不知道为什么重叠，是为什么重叠？奇怪，我是按到了哪一个？我刚刚明明是只有一个啊，为什么它现在是重叠的状况？我先把其中一个关掉哦。可是我担心关掉之后它就没有语音了，我好怕我关掉之后它没有语音了。好，我先不管，谢谢。谢谢，来吃这，不要吃葡萄干。我今天我卡丁公我给那里准备的不葡萄干哦，我今天准备礼物没有葡萄干哦，知道没有？对，猪仔台，然后谢谢，然后接下来我们水灵宝贝已经把他的这个汉堡糖已经领走了来卖汉堡糖已经领走了，那算了来，先来大姐点，来大姐来，刚下列长咖，我们大姐刚刚好像我看起来应该是100块啦，来，不要说我们老板娘不厚道，我们老板娘很厚道的，来100块，咱准备的不是这熟悉的麦香，上下味啦，熟悉的麦香最对味有无？咱100块啊，咱这个麦香好差。你炸得去安尼个好唔好啦？咱大姐刚下你的机器就机器猪猪的大姐有无？这个100块互你一罐麦香奶茶，安尼有赚到无？绝对赚啦，好不？自己讲，他娃说汉堡糖好吃，很喜欢吃热狗堡的嘛。热狗堡的汉堡糖我没吃过的，有这种东西吗？有这种东西吗？福利小雨拉塞，我一直找不到双重语音到底从哪里来的。还可以拉塞谁不？谢谢，但是我不要葡萄干，我今天也不想掉入任何的葡萄干，谢谢。嘿，熟悉的麦香最对味，有麦香娃娃是不是？我连麦香的行李箱都看到了，我连麦香的行李箱都看到了。好不好？来大姐，刚下你100块斗内刚下你嘛吹落去啊，这熟悉的麦香早等去一口马上就喝掉，对。我其实每次去夜市，我都很喜欢去观察，说就是那些奖品啊，还有就是说，就是客群嘛，然后还有就是走在夜市的哪里，一定都是台窑，所以咱今天但是就是咱的台窑版的卡价，好不好？卡价，来熟悉的麦香最对味，咱上好大姐刚下多啦，来更加好啊，咱熟悉的麦香好好玩哦。3个伊拉小生日快乐，谢谢，生日快乐，100元一罐麦香料。老板娘讲有糖就是有糖，我唔管啦。老板娘讲有糖就是有糖，有糖剩跟有糖摕呢，真正就是有糖啦，100块的麦香，是不是？我们刚刚水灵宝贝花了50块，获得了什么？获得汉堡糖嘛，是就糖呢，有无？自己讲。我自己讲，老板娘还要准备礼物呢。老板娘，今天要去拍饼的有无？好啦，谢谢大姐。对，然后刚刚行基妈桑好像有问到说，导弹之后台语跟大家讲，我今嘛吹一个哈。然后，我现在台摇版的这个 BGM 会不会太大声？是不是可以转小声一点吼？好。哪有黑店？哪有黑店？要不然再送给你们 double 嘛，对不对？说黑店，要再送给你们 double 嘛？你看2罐好不好？要几罐都给你们啊！
谢谢。没到站台了，也走进夜市了。啊，谢谢刚霞啊，不好意思，我一直找不到奇怪那个 double 的语音到底从哪里来的。谢谢于轩，谢谢刚霞的抖内。对啊，我觉得弹珠台其实，因为我其实还蛮常去逛台湾夜市的，我觉得里面可以找到很多，就是一些可能人家如果就是几刚我时不时都给，那你有说了，就是你在消磨时间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然后在夜市里面很常看到，就是一些台湾人的一些，不管是比较古早以前留下来的弹珠、射气球，还是说新型的一些夜市的一些玩法之类的，我都还蛮喜欢去观察的，就很在地啊。因为拿出一大堆玩偶是玩具，可能有版权，没有错，我不敢。其实我有想说要去备龙毛娃娃，但是我去备完了之后，不要好了，好可怕哦。说小娃娃这个也可以喝3次的时候，50兰的乌龙茶是不是？我去50兰我都点珍珠奶茶对，水梨100元都能抽3天。FGO 单抽，我们这个也是有那种就是用料成本跟那种去背的时间成本，对不对？是不是2块？跟我说2块是很黑，不然3罐嘛，对不对？对啊，我平时那边看，可是老师2倍零啊，100元这夜市可以玩3次弹珠台等一下，我跟你们讲，100元像在夜市没有这么好玩南部这边我北部那边其实比较没有机会去，但南部这边100玩你们常去夜市吗？你们近期再去夜市看看，它现在都是50元起跳咯，真的，它现在都是50元起跳，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说，天哪，这个通膨怎么回事？我以前玩个弹珠10块钱，现在要变成真的是50元一次我就花了放，但至少50元那个珠珠就是打完之后，他真的还是会给你一个糖果啊！所以我觉得，天哪，现在的夜市真的也这么不好赚哦。对，就那些就是盗版的，没有错。猪生日快乐啊！有啥给啥，感谢你的75块，谢谢。咱的有啥给啥嘛，催泪了。好啦，不要说我不厚道啦吼。咱水灵宝贝家是就机器人你像那水灵宝贝吼。是我们的小女生，水灵宝贝，你过来。他们说50块不厚道，我说我只给你一个那个什么汉堡糖但是黑店，不行，我要洗刷我的冤屈。水灵宝贝过来领这个，快点！猪猪姐姐还帮你特别准备了这个吗？这个给小女生的玩具扮家家酒，这最喜欢玩了，有没有？快点，水灵宝贝，这就你有，快点拿走，快点！就你有只有咱水妹妹水灵宝贝才有真的，现在夜市其实没有那么便宜耶！我想说，天哪，我想去夜市，我还要就是去领个大把钞票，因为可以行动支付店家真的也还是挺少的。真的假的啦？100元13局也太佛了吧！很久没去逛夜市了，然后小时候很爱玩什么电脑内装弹珠台式，有些好像都很正常。50元在我们高雄这边也是。哇，真的是50元开局一般这些上面我玩 BB 箱打气球，是的。芭比娃娃我没有去背，芭比娃娃其实可以找到那种夜市很多盗版的那种，有没有？但是我芭比娃娃我也不敢去背，我就只敢找这种的。水灵宝贝咱家可能无芭比娃娃啦，迄个成本就贵不过这扮家家酒念起安尼好不好？但不要说猪猪姐姐不厚道黑店这样子我们这个是不是？那扮家家酒马西就我只想听重复的一个语音。你只是想听重复语音，我谢谢你，但是我一直找不到重复语音到底从哪里来的救命！我救命！是不是我们水灵宝贝很喜欢？是不是扮家家酒啊？而且打弹珠就是为了那些玩具，是不是？我一直在观察，其实打弹珠是为了什么？因为感觉那些玩具很像在家里也可有可无，可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赌性坚强的部分吧，就是打完就至少好了。熊就告我们这够这些糖铁，就是说最少还有这个东西可以拿那种感觉。有没有2尊强尼？要玩2个强。不是牛妈，咱这边套中岛卖脸销好，等一下那个重复语音到底是伫咧倒位啊？哎呦，这真腰身。然后
等下咱ZW 先生甲夯吉玛桑吼，宇轩甲优沙根桑，跟有咱泡娃娃嘛是有赞助啦。等下你的 level 我就提出来吼，请等我一个。大颗玻璃弹珠那种射气球之类的，真的就110举。我们这边其实也是而且我在想说，为什么我射个气球，然后可能技术不是那么好，然后100块就没了，我的天哪！然后我每次想到，我都会直接拿去买鸡蛋糕，然后鸡蛋糕现在可能也是50-60起跳了，你知道吗？夜市真的也是很不容易，目标就那个高点数上面一排玩偶区，可是我这辈子没有玩过玩偶区，应该说没有就是获得过那些奖品过。对，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完全没有赌运的人，也没有偏财运啊，所以也没有那个什么射枪或者是射气球的技术，所以我这辈子我真的没有获得过最好的奖品过谁要玩芭比？有吗？你们家小王子都是强力跟强力吗？会传神来，会麻薯猪掉下来吗？谢谢三哥，三哥的你都有触发吗？我看一下，三哥我帮你看一下哦。有三哥的应该有触发了，你们等我一下哦。这样子又太大了，等一下。小一点好了，因为太大可能看不到猪猪。你们今天看有没有办法把它淹满看看？我觉得淹满挺有趣的。谢谢三哥，谢谢。然后对啊，永远都是在下面那些小牌的玩具区，好孤单哦。然后我还是找一下好了，到底那个重复的语音是从哪来的啊？为什么会有重复语音呢？是为哪里来的嘞？我这妈妈不知道呢。奇怪，重复语音从哪来的？可是对啊，好神奇哦！重复语音的从哪来的？对啊，这个跟这个啊，这个跟这个，这个算了，我找不到啦，你们在哪里？我找不到啦，不知道去哪里了。今天重复语音也想要来玩夜市的打弹珠啊，就是我要去玩转香草吗？等一下，转香草我也永远转不到，你们到底是怎么转到的？一张可以换1条，所以福利熊有300条可以换，那是芦笋汁吗？第二就是触发下来掉下来的是芦笋汁，小型芦笋汁哦。也感谢三哥制作的这个芦笋汁广发给大家，在 V Stage 演唱会，然后猪猪这边有留1-2罐这样子。午安，YI 先生午安，什么泡啦？贝奇跟 OBS 都有吃到语音吧？不知道奇怪为什么？现在说我找不到它，现在真的找不到重复到底从哪里的？重复语音绝对不会从分页来。所以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哪里来的？好了，算了，不管了，反正你们今天就重复一下，你们就被重复一下。猪猪生日前一天就勉强你们听一下重复语音。来，W 先生，你现在刚好低了，来30块，刚小弟的赞助吼。好，到底来升这什么打弹珠啦？不过这打弹珠好像不会弹，它只会淹没猪猪。咱看今仔日有可能咱淹没猪猪吼，够满吼。然后30块来，不要说我不厚道，30块汉堡糖而已吗？不，我今仔日给我准备这。好，咱的沙士糖，咱这个雅琪吼，那有可能在升这打弹珠的时阵无沙士糖嘞吼，你看多么的有诚意，有没有？好，来 Ginyaki， 谢谢。这个很有诚意耶，你 W 3，你的沙士糖啊 ，Ginyaki 有无？哦，这个解析度之好的有没有？解析度很好，是不是？从汤姆先生一拉下来，那个电脑声音调整音乐可以看看吗？好，怕很强 ，Gino 来。我们这个 DW 先生，感谢你赞助30块，我们这个募资条就莫名其妙的也跑到600块了，谢谢你们。我们这个老板娘是很厚道的，好吧？我们这个老板娘就很喜欢去观察夜市，都知道那夜市会发这个沙士糖，好不好？而且有时候就是不会主动拿来吃，也不会主动买来吃，可是有时候夜市就是打到了发一下，可能真的还会吃一下呢。
对，金色包装，台湾复古沙士糖，喇叭那边的混音啊，完蛋了！这个猪猪完全不会调下去的话，可能等一下这个直播就直接结束了，直接结束，真的，你相信我，会不就完蛋了？到底从哪里来的？到底从哪里来的？要不然我先把抖内通知关掉之后，我再把抖内通知放进去一次呢？你等我一下哦，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好，抖内通知你再进来一次吧，就只能这样子了。好啊，等一下如果还是 double 的话吼，那就注定我今天可能就是要以 double 的这个语音跟你们共度今天生日的前一天的大弹珠。那这去哪里？不是红白的沙士糖，你可是不要。我知道红白沙士糖的包装，我刚刚原本想说要抓，但想说好了，抓一种就好了。对，抓一种就好了哈。感谢哈，我们这个沙士糖有无哈？30块嘛是有沙士糖啦，安尼好不好？30块嘛是有沙士糖啦，安尼好不好？延长是第八者诶，打弹珠是为了商场，所以打弹珠得打猪猪。对，打弹珠是为了消灭猪猪。你家他多啊，行情马上。我直咧问讲打弹珠的台语是啥货？等一下我查一下哦。既然我查不到我们的双重语音从哪来的，至少我可以帮你们查一下打弹珠到底怎么来的啊！打弹珠的台语，博阿台啊，彝族啊。拍竹啊，还是彝族啊？彝族啊，彝族啊，拍竹啊，看一下哦，到底是多一个啊？好啦，咱即摆先讲拍竹啊，好啊，姑且称为它应该是彝族啊，还是拍竹啊？安尼好不好？我等下问我妈妈看卖呀诶，因细汉时阵讲打弹珠是讲彝族啊，还是拍竹啊，而且拢唔是。金色沙士糖餐厅以前吃到红白没印象吗？我两个都吃过诶，对，两个都吃过，所以夜市对我而言的童年算是还蛮，就是还让我很一直以来都是很有感情啊。对于夜市，对，特别是爸爸以前在嚼槟榔的时候带我去夜市玩，然后就是在吐槟榔的时候吐到我的脚。那一瞬间，那个真的是整个头皮发麻已经变成我的 PTSD， 但是有一点怀念的回忆。但是可以的话，希望不要再有下一次了。对，可以的话，领导是拍竹啊呵哦，所以彝族啊跟拍竹啊拢有人讲吼，彝族啊拍竹啊。好哦，谢谢。我们来看这个他都是李 W 先生吼，你有沙士糖啊跟金亚去啊，刷落来喊鸡毛桑吼，拢他都有吹到。打弹珠的台语可能是彝族啊，还是拍竹啊？感谢你的150块，感谢你150块，来，咱150块吼，来，不要说这个套圈圈老板娘不厚道，对，又是这句话。咱已经150块有无？吼，150块啊，来，咱套圈圈老板娘可是很厚道，咱150块会当摕到啥回来？吼，就是咱呢朱地卡来金牛顺子。卖公啊不厚道，那150块也可以获得经济路顺子，还不错了吧？我觉得要打弹珠，现在要打到经济路顺子很难打到你50块一局好了，然后打一打，顶多就可能沙士糖、汉堡糖就交差了。我真的好像这辈子顶多就是拿到了麦香奶茶，我真正没提过芦笋酱，就想要提，真的拿不到我真的是这部分完全没天分吼。含100三，你150块，我你一罐芦笋酱，安尼好不好？很厚道了，对不对？绝对是非常厚道的啦，好不好？大多都是可以怕 N 强有啦。我们下次看有没有那个 N 强的台可以跟大家一起玩的。现在大赛被巴比。这个学姐，欢迎来回味一下我们台湾味的这个夜市打弹珠的氛围哦。除了有台摇之外，还有被爸爸吐到槟榔汁的回忆。
被爸爸拖到冰糖汁回忆起来是不太好，但是对我而言，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小时候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一个该怎么讲景象这样子。这可是客制化，150元是不是？150块小坦好不好？好，来，行金马上给你那去，吼，给你那去，来坑家。好，也被淹满了，好不好？也被淹满了，好，谢谢。来，行金马上，吼，你老孙家，好，给你那去，好，谢谢。好啦，大家的奖品，等一下，我们先整理一下。来，我们大姐的麦香吼，麦香坑家，吼，咱熟悉的麦香最对有无？吼，先坑家。来，水灵宝贝在办家家酒，吼，来坑家，吼，刷得来。来，行金马上，你老孙家嘛是坑家，吼，安尼好不？你老孙家安尼好不？我150有大猪打出来打猪猪吗？150会有弹珠弹出来打猪猪吗？对，它都行情嘛上起150块，但是应该是没有弹出来打猪猪啦，应该是无啦。哦，打开咕噜咕噜嘛，来行情嘛上安尼吼，有弹到无？绝对弹到的啦，是克制的呢。有糖胜跟有糖领有无？感谢哈基马桑，谢谢你们打弹珠，是不是？大姐跟我冷关熟悉的麦香最对我还要准备其他礼物。老板娘可是很厚道的好吗？老板娘，好了，我喝口水，我先喝口水。好，谢谢大家。我目前就是莫名其妙的这个猪猪的生日快乐来到605。就莫名其妙的跑到605了，然后不生气的话，现在很像只要30块就可以触发，就是打弹珠的这个部分。然后刚刚如果说这个效果如果没有这么好的话，我们把它调大看看吼。看一下哦，其实这个也是要感谢6月老师制作这个，他现在制作的这些掉落容器，其实除了此之外，还有蛮多就是可以跟观众互动的一些小游戏之类的吗？对，我接下来就是在慢慢的给他研究看看。而且重点是你们有没有看？我是那个芦笋汁，其中有一罐这边颤抖，他在颤抖什么？你有看到吗？其中有一罐呢，海嘞皮皮抓。你有没有看到有一罐在颤抖？好有趣哦！有没有被什么抽探子税？所以送的没办法太大气，大家请见谅。不会啦，我跟你说，今天要是营业额还不错的话，咱底下在 BB 糖可以分有无？底下咱 BB 糖可以去分啊！我们现在营业额如果很大气的话，到最后那 BB 糖规管可以分啊，你好不好？这个很大气耶！我今天早上找了好久，这个 BB 糖有无？小时候玩这个 BB 糖超好玩的而且一开始不会逼，然后还就是满是口水啊什么之类的，有没有？但是在 BB 糖是不是要把它逼的有那个？多斯好，优乐生日快乐，天天快乐。是这个学姐吗？学姐，谢谢你，感谢！哇，那学姐买起上猪猪150块呢。学姐，你现在人在日本我们就真的要好好的回馈你这个非常台湾味的东西啦。来，你不要说我不厚道，又是这句话。咱这边学姐在日本就迪卡谁的快乐有无？你不要说我不厚道咱学姐非常非常的怀念台湾，我的底家在 BB 糖上好的，我的底家在 BB 糖上好的有无？你送过去咱鹿儿岛我们王子公主都有糖加，够有糖贴有无？在台湾 BB 糖非常令人怀念，好不好？谢谢啦，这个学姐，好啦，整罐给你了，那 BB 糖就是学姐的了。我们等一下，我们当然还有千万罐都有，好不好？而且声音怎么变多丑了啦？奇怪，到底从哪里来的？声音真的变多声音变多了，怎么回事啦？为什么声音变多了？奇怪，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奇怪嘞，我这个关掉看看嘞。啊，不能把我关掉，等一下。他声音从哪里来的啦？猪猪不知道声音从哪里来的，救命！为什么越来越多了？哦，绿箭店的台词我怎么听不懂？哔哔哔哔哔，对啊，哔哔糖啊，不会哔啊，多种哔哔糖这声中，奇怪，我刚刚其实是关掉了一个，他为什么又给我多了一个？我刚刚是把语音关掉了一个，他又多了一个给我，为什么啦？是怎么了？哔哔糖就是效果拔群哎，为什么哔哔糖就多了一个效果？很奇怪啊，跟蹦来行为回应一样。不会是随着掉落弹珠变多，所以多重吗？等一下，它这个掉落还会语音多重化是怎么回事啦？这个掉落还语音多重化是啥回？学姐谢谢你啊，高，哎，等一下，我来拼一下学姐这个台落，过来怕，怕酒，笑怕酒啊！等下，我那嘛熊，唔知要要哪读酒啊台啊，怕纸啊台啦！啊，我也想读，过来怕纸啊台好啦！谢谢学姐，感谢你也来打弹珠了。所以是纸啊台的意思吗？打弹珠是怕纸啊台，安尼吼。好，声音变好了，声音变好了。我的天啊！而且现在我们就是这个打弹珠的莫名其妙的上面那个条变成了755，谢谢，这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数字。我们学姐来了，她从鹿儿岛过来了。那我们身在台湾，是她的家乡的亲友团，必定要让她带走千万罐 BB 糖，让她带回去，以安抚她的思乡之情。来，学姐。不要说我不厚道，身为学妹的我真的非常的想念您。那不如这样好了，既然我有什么东西？救命！呀没了！而且我今天居然不是被七七如鼠汁淹满，是被就是你各位要的礼物淹满，怎么样？怕抓呆，真叫神呢！直接语音超进化，我害怕抓台啊！对，我害怕抓台，对。谢谢学姐，我最近也在努力的在就是念这个台文的部分，因为猪猪也想要去考一下检定。对，嘿，怕抓听不懂，救命！长官丢瓜你倒啊一个！长官，谢谢你的多重不，谢，学姐。先莫急莫慌，我们先让学姐，对，我们先安抚一下她的思乡之情。咱 BB 糖，咱鬼管上吼，咱鹿儿岛学姐渣等起有无？来，学姐哈，从鹿儿岛的那个游过来哈，她像是非常努力游过来，满身湿哒哒，一定要让她带个什么台湾的伴手礼回去，一定学姐安尼有汤剩个有汤。加个有通摕，安尼好无？安尼厝内迄四个酱还有豆酱，甲你有大酱会当摇落靠步啊！大家啦，这四罐全部送るね。先輩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全部送るね。喜べ。安尼好不？3罐送1罐，我们不要说4等下台湾这个4实在是不吉利啦带什么东西也太厉害不是？今仔日是来拍珠还是安怎？今仔日语音怪怪的，今仔语音是安尼，是要 double check 后啦。这个 echo 晕了是不是马克思先生？太厉害的回音了，我嘛是安尼刚刚的才楚先生，好像神明降临，刷电杠杆哦，语音就变成
黄金体验证回去。对嘞，牛妈，你现在一旦把这个东西打出来，我觉得我可能等一下台整个就没了。好吧，好，我们这个就跟真杯啊一样的这个力道哦，很可怕。等一下，为什么突然素素出现了？救命！什么东西啊？不是，你先冷静一下，你们真的有努力在打弹珠吗？你们到底在干嘛？哎呀，那些当台记就好啊，吼，是不是？是不是？来，我追一下聊天室，原来有券工作上不快点一下。大碗，你看一下他们在干嘛啦？而且这个莫名其妙打弹珠，你们居然有办法打到？你看这个夜市吼，就是收起嘞，吼，你的小朋友，你的1000块全没了。你看你们现在打弹珠打到965，怎么回事？你们不过才打弹珠而已，另爱被假给白，你们还没射气球，你们还没做妈妈，你们还没去吃什么炸鱿鱼、臭豆腐，你们这1000块就飞走了。嘿，夜市金价的钱呢？好，我像夜市不提个2000块，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走，你知道吗？超市到底是什么东西啦？好，谢谢牛妈，谢谢牛妈，你先等我一下。好，然后这边是罗雪兰，你好，欢迎来到猪猪频道。欢迎那个底下频道，今天大家到底来拍竹啊？吼，拍竹啊台，安尼好不好？吼。等一下。他哇，到底现在是怎么回事啦？你们冷静一下，到底怎么回事？不是，各位前辈们，不是啊，我们熊朋友啊，不是。等下接的语音包怎么了？不是，你们到底在干嘛？不是耶稣，你先过来把你们家叔叔带走，请他冷静一点可以吗？然后他哇，这个是什么东西？好，你们乖，我们套圈圈老板娘现在就是还不错，我们家已经破1000了，生意还不错。对，今天真的我跟你讲，这千万罐的这个 BB 糖你要我准备50罐、500罐，我都准备给你，安尼好不好？我们大家就跳楼大拍卖今天每个人都可以带1罐走，安尼好不好？我们今天随着我们营业额升高，就跟那个股票一样这个大赚我们股息配多一点，这样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股息的是咱 BB 糖安尼好不好？那个规管上好低啦，卖讲我不厚道，安尼好不好？我现在讲到吹到转坡，到底是什么东西？等一下，好，咱今晚落岛的学姐来先炸等去。救命啊！等一下，现在到底怎么回事？等一下，为什么这么越来越多重了？等一下，我不太懂他多重到我完全不认得他了。等一下，好，冷静，大家请冷静，不是。猪快乐，祝你都好，寿比寿山，天天开心，弹珠超酷，顺带之前没说，其实我是茶某说，对不起，我们今天语音是走这个。走这个双重风格因为迪兰的雅琪啊，嘿，对不起，你们现在看不太到我了，对不起。而且就是迪兰的雅琪就是一定就是可能那个小蜜蜂啦，咱雅琪有当阵嘿头家在做生意的时阵，有那小蜜蜂有无？那小蜜蜂今仔日唔知是安怎啦，熊安尼故障啊故障了所以他现在可能有点那个双重的一个状况，我嘛是唔知啊，到底是啥物情啊？救命啊！要赢好可怕，有没有？但是就是渐渐的呢，我们现在就是夜市就是安尼啦。想讲开一个500块，不500块太贵啊，开一个50块、100块。猪是网络，应该也像是手马什么？等一下啊！
我们至少找到了其中一个，我们先把其中一个关掉好了。到底怎么回事？今天我们在夜市里面那个小蜜蜂的出问题啊！哦，那头给咧画虾的时阵，那小蜜蜂的出问题啊！对，艾蒙救命啊！不可以乱吃地上长的小个什么东西！我现在已经看不到你们了啦！救命！不是我思念的兄弟们，等下我老板娘先长高一下，你们先不要急哈。来，你们这样，你看那个夜市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夜市可能就是玩一下，我想说升一个安尼吼，升一个吼，欢喜一个咻一个吼，你几千块都无啊，嘿，1000块就没了，你知道？好像1230吼，那1230然后几千块都无啊，吼，对啊，今天就大家这样玩一下吼，咻一个哦，可能5300的水无啊，吼，爱说你哦，吼，玩好了。三哥，等一下，三哥聊下去饱了吧？好，三哥，等一下，就是我们会配发，就是那个老板娘，替你各位就是准备的非常非常厚道的哦，很厚道的礼物哦，吼，非常非常那个良心的礼物哦，会不？好，老板们在尬广。哇，新球，电动机，我东西，就像龙卷风，迎出来，什么？大姐。谢谢，而且刚刚他都要给我跨点烂水灵屋吧，谢谢啦，谢谢。来，我待会都会好好的再帮你们重复念一次，好不好？对，你们像那个套圈圈老板娘已经要看不到你们了，以前套圈圈老板娘已经不是淹没了。安尼吼，感谢咱的sakura桑吼，感谢你只是吼。经过尔，看咱家嘿，好亲像最好耍的，来耍一下安尼嘿，无毋对，咱家真正是最好耍的。毋知影是安怎？今仔日咱这个拍竹仔的头家娘的这个小蜜蜂哦，熊故障哦，故障的关系啦。今天那个语音的是有 double 有 double 这个部分算是个double 的这个喜气送给大家啦，安尼好不好？歹势啦，是安怎咱熊的咧故障咧，我嘛毋知影咧，是安尼啦。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的小蜜蜂就这样故障了快看不到你们了，救命！谢谢。只是路过也好，我们这多少就是水洗啦今天那是安尼头家娘趁有够的心理有好啦大家拢有通摕这 BB 糖送给大家大家拢摕一罐砸倒转去，安尼好不？安尼洗水拢欢喜啦，安尼好不？我今天。生意兴隆，一夜而好，就送大家每人1罐 BB 糖，再把它跳楼大拍卖，好不好？我们老板娘不用活了老板娘就是1年只做这一次生意，安尼好不好？老板娘不要做生意了，什么东西？好吧，谢谢。就是安内啦，我们在夜市就这么快乐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呢。配合我们今天那个小蜜蜂的语音，不知道是安内好贵好雷公金掉安内。我们今天小语音都怎么了？万岁！谢谢，感谢。大家老板娘已经看不到你们了，但是我们这个礼物还是要继续配发下去哦。那买起来给手上这部来感谢来到那个朱迪卡，就是1年1度的那个夜市摆摊。对，我们这个只有在生日的时候可能啊 maybe 啦，生日才会摆摊呐。一年才一摆啦，一年才一摆尔资料以外只有这拍竹仔台只有这移竹仔台尔其他的什么摊位都无安尼。1年1度的夜市，然后就只有打弹珠台，其他摊位都没有这样。进来，来，今晚要送礼物。我们现在礼物又轮到谁了？等一下，我带了。我们刚刚礼物是配发到谁那边去了？然后喊吉马桑有，他都让喊吉马桑。长官，那个又是什么东西？等一下，我看一下，老板娘送礼物来不及。我们这个很厚道的礼物就随着你各位的股东就是赞助增加，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搞不好就是都有机会拿1罐那个 BB 糖回家好，我找到啊，行今马上刷得来的是咱宇轩刷得来你等我一个今马咱长官来，我们先把就是这个移上来最上面这一层把它移上来来，
哦，这样等一下我比较好找。来，这样我们最上面这层人，是咱的长官呐，吼，更加好啊，吼。后来宇轩来，哦，刚下列70块，咱70块吼，不要说老板娘不厚道，嘿，每一句话都这样子。我们老板娘70块，我看起来。好，随着您各位就是这个玩弹珠的这个生意兴隆的升温啊，我们70块已经可以升级成什么了？哦，咱70块我看起来，来升级成来5颗沙士糖啊，你好不？5颗沙士糖啊，你好不？来，宇轩那5颗沙士糖，你等去啊，你好不？哦，不要说老板娘不厚道哦，5颗沙士糖哦，这跳楼大拍卖哦，我这5颗的去背的这个浓缩有没有？来5颗沙士糖哦，我们老板娘可是良心生意哦，这个5倍的这个去背时间成本啊，5颗沙士糖的宇轩不要说我们老板娘不厚道哦，来5颗沙士糖的你那等甜的好不好？咱更加来我们这5颗沙士糖哦，来 ，OK， 等下5颗沙士糖来更加来，是不是来5颗哦？我们在排列整齐哦，然后由大到小哦，我们老板娘很厚道的啦，是不是？我们准备这个礼物大家真正一定容易就欢喜的，安尼好不好？来宇轩来，给娘娘等去这是沙士糖呢，有无来从大排到小加低低啊，宇轩，那美女那 stage 的好戏啦，你好不好？来抛下嘴咧刚想到宇轩，你好不好？我们打弹珠老板娘很厚道的，超级厚道的。好，宇轩，娘娘等去乖谢谢。来，小的来，我看一下Yusake 桑，生日快乐，谢谢 Yusake 桑75块啦然后你不要说老板娘不厚道，我们 Yusake 桑70块跟我们宇轩刚刚70块是不是？我们一样是很厚道的。来，我们看一下，你怎么知道我就喜欢老板娘的厚？什么东西啦？套啊！然后75块在70块点本频的是就有福气的一个数字啦75块在本频道是一个很有福气的数字啦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75块，我觉得来不如就我们4颗汉堡糖如何4颗汉堡糖让你带回去嘛是讲好滴滴啊美丽的，那谁好西啦那是无谁好西，谁查某囝嘛好啦好西查某囝拢好啦然后身体健康较重要安尼好不好？来，咱Yusake桑我们4颗这4个安尼汉堡糖香香对对，满年富贵安尼好不好？然后说Yusake桑现在还没有另外一半，我要紧啊！你的汉堡糖加热等去但是第一牙齿看一个水的水刷等去安尼就好啊啦我觉得我可能要被报警了。来，Yusake桑娘娘等去谢谢啦，感谢你的赞助安尼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咱Yusake桑嘛是来升咱的主台啊，安尼好真好安尼好。来，刷落来，我看一个，刷落来是咱大王吧？等一下，我们弹珠台老板娘今天的礼物是准备的花样，完蛋了！我想说这些花样就够了，说。来，刷来是咱套啊！来，30块高谢你30块不要说老板娘不厚道，来套啊！楼上这好啊，来啦！老板娘准备的糖果好像不够多，等一下，老板娘葡萄干，我现在就很犹豫要不要好不要，好啦，葡萄干咱加码一下，不要说我们不厚道，我们葡萄干也当加码一个，当我一个，反正不是我吃，是你们吃，安尼好不好？咱葡萄干咱来加码一个，来小蛋一个，我随用。那葡萄干也是可以加码一下的啦，对不对？不要说老板娘不厚道啊！随着您各位的股东那个赞助的那个金额提高，我们可以就是再加码非常非常多的礼物对，来，我们现在这个葡萄干葡萄干现场在处理一个。张张牙小妹，张张牙小妹，你家的后面已经煮好了，吃完再来打一颗弹珠。这个其实听起来还蛮清楚的
好，那第六公本，第六公本，这个也算是蛮清楚的啦，吼，这个没有失败啦，来啦，哦，不要说我不厚道啦，哦，等你的 hockey 啦，吼，你各位股东的加码，吼，我们之后的那个礼品可以吼越发下趴跟狂野，这样好不好？来，等一下，来，那这摆葡萄瓜，吼，随吹落去，等我一个，吼，你若是就爱葡萄瓜的，我随准备起来，吼，先等我一个，吼。你的线上专员朱莉卡现在就在处理葡萄干，等我一下。来，水乌，吼，嘿啦，咱拍拍熊公爱葡萄干，就是有葡萄干，安尼好不？吼，卖讲我无厚道，吼，随着您股东的加码，来哦，1500了，吼，咱即摆数字来到1500，吼，咱这边来规包送互你，咱头娃娃接住。好，来套娃，来，你的葡萄瓜底家，哎呀，不要过来，套娃，快拿走，快拿走！我光是看到它包装，我头皮发麻了。套娃，拜托，快拿走，谢谢。哎，尤里拉塞，是不是？老板娘特制点心可以吗？那个真奶狮子头吼，那个可能要等到那个赞助金额再稍微高一些吼，我们才有办法就是再把它处理出来，因为我还要找照片。等一下，我只小弟走不。等一下，他话给娘的，给这就恐怖哎！这葡萄瓜真的是无当吃的物件，这个葡萄干不能吃啊！可以，但是送给你们的，我可以为了你们去背，为了你们去背之后，然后它就会从此消失在我的电脑里面了。对，我完全不想留有任何它的影像在我的电脑里面，好不好？它不需要，好吗？等一下，好，他瓦接住你的福气，好，谢谢他瓦，好，葡萄瓜，安尼好，是，来，刷了来，咱看一个。接下来，我觉得，还好我们的这个什么那个什么，等一下，还好我们六月老师的这个现在都会帮我把大家的那个赞助都整理起来，很棒。来，扫的来，他娃娃，扫来是来三哥哈，三哥 keep 赢的三哥，安尼好不好？我看一下哦，我胖子。可以，我们小喵喵前2天有就是自己帮猪猪就是算了一件很可爱的胖子，其实他是用 AI 算的啦。对，如果5300丢到之后，一人领一件胖次出去，不，一人领一件胖次回去，我就把那个胖次去背，而且那个胖次好可爱哦。什么胖次啊，牛妈！你们这群股东就只晓得胖次，但不得不说胖次才是非常重要，好不好？非常非常重要。好啦，今天其实大家随喜，如果真的有缘丢到了5300这个数字，我们就一人领一件胖次回家，这样好吗？对，我们加油，对，我们随缘，即使没丢到也无所谓，因为领胖次这件事情对于弹珠台老板娘是一件非常黑人问号的事情。我们弹珠台从来不曾有客人跟我要求过要内裤，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若想要内裤，咱隔壁有人在卖内裤，会当去买，等下买跟卖好难哦，会当去买，咱隔壁摊的内裤，我家无在卖内裤，对，应该是这样子，咱家是怕主要台安尼好不好？还好不是嘟嘟吗？AI 胖次老婆呢？我跟你讲刘妈没有错 ，AI 胖次刚好献给你们的 AI 老婆。今天5300达到，我就公开一下小喵喵替猪猪设计的那一条胖次，请叫我勾追也勾追。我不管，即使我没有，接下来我也要好好的筹备我的实体胖次了，我不管什么胖次啦。少了来，拎紧。我们现在这个股东的金额，我们丢到了就是1500的部分。对，我现在已经说哦，这个金金芦笋汁已经看不到你各位了。对，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赠送礼物的是我们三哥哈，那三哥来，我们三哥呢，基本上就是金金芦笋汁的爸爸哦。目前这个左边这个金金芦笋汁就来自于我们三哥，好不好？对，那既然我们三哥身为金金芦笋汁的爸爸，那我们应该要非常厚道的。对，我们要非常厚道的什么呢？对，我看一下，黑啦，韩基本上我不来口啦，气死我了！哦，油爆琵琶半遮面什么？半遮胖子半，大姐你给我快去睡觉！被雷烧哦，穿蕾丝是不是有的？我们小喵喵有替猪猪算出蕾丝，非常的漂亮，好不好？对，好，因为更新中公开8图，
对，我们就随着我们这个股东你各位的这个赞助增加，我们到那个5300，我们这个胖次公开，这样可以吗？什么东西啦？什么东西都不正经！快点，我们这个那个金金芦笋汁的这个爸爸三哥，不要说我不厚道，对，又是这句话。金金芦笋汁的爸爸，既然这么有心的替朱迪卡制作了金金芦笋汁，我就是要好好的回馈于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不止双倍，来三哥。我们这个不止双倍奉还，来，等一下，我这个图，等一下怎么抓不下来？等一下，我们这个套圈圈老板娘，倾注了全力去背，但是我发现来不及去背了的尊耍，的底下单的喝啊，来，倾注全力的去背，我们献给我们的三哥5倍。的不同款式的可乐糖跟沙士糖够兴盛呢进前较早咧细汉的时阵，看咱同学咧食咧沙士糖跟可乐糖就想要食的，有无一次3种口味一次满足就是咱三个的 level 3种口味一次满足感谢他满足了我们金金芦笋汁的这个欲望，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我们欲望啊，我们怎样啊？来，我们三哥非常非常感谢这不准3倍不止3倍，原来我用的4倍是不是？这个4、3、12总共12颗我你讲滴滴生跟美丽生好吸啦来，等一下，怎么这么多啦？直接12颗不止沙士糖，够可乐糖有没有？沙士糖吃腻了转换一下可乐的这个口感有没有？就说是不是我们老板娘实在是别出心裁准备了之后3种不一样的这个沙士可乐糖，是不是非常的厚道？三哥快点领回去，谢谢。非常的厚道，有线上 AI 具备工具，没关系啦，的心安呢。肥胖是说，收到是说，红来吹这是什么啦？该逼！我之前也好好的教育大家要把内裤穿在该逼，但是你们对我的棉花袜做的是什么？已经不是该逼的问题了，好吗？你喜欢那可乐糖，对不对？你各位不要太羡慕。你各位不要太羡慕，我们这个基本上已经变成我们奖项之一了。不止我们三哥有，等一下就是随着就是大家就是赞助数提升，那我们可能就是在可乐糖、沙士糖之外，可能会有杀出一些奇怪的糖啦来，三哥娘娘等题谢谢三哥，谢谢三哥。等下，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要被奖品淹没了。等一下，先冷静，我们先把这些奖品先稍微整理一下。对，我们现在被奖品淹没了。好，接下来刷的来。三哥之后这个学姐我们已经直接送她4罐 BB 糖，然后游回去鹿儿岛了，好不好？我们祝福学姐，也感谢学姐，好不好？那什么螃蟹包装那个汽水糖吗？螃蟹的包装的汽水糖，等下发现我现在看不到你们。螃蟹包装的汽水糖长什么样子啊？我大家来找一下，来刷了来。我们长官啊。多重复的生，好，感谢咱的长官来，嘛是150块，咱长官呢，咱宾得就这人夫的有无？真正人夫嘛是就需要这，咱150块不要说我不厚道，他都要恁学姐150块规罐的 BB 糖摕转去，来长官，咱嘛是同款的那 BB 糖。来2罐好不好？安尼好不好？他都要咱学姐有4罐啊，因为你伫咧日本就数量咧台湾的糖啊，咱伫咧台湾2罐就好啊啦，安尼好不好？像弟弟阿美丽嘛，生好吸啦，安尼好不好？那长官来跑下去，谢谢咱长官的集齐啦，150块刚下，150块2罐 BB 糖，很厚道了吧？我们套圈圈老板娘是赔本做生意耶，不是套圈圈对不起，我们的打弹珠老板娘赔本做生意好不好？随着你各位赞助数提高，我们现在是完全赔本大放送了，安利好不好？鲜榨糖我没办法，水莲宝贝，对不起，我现在看不到你。水莲宝贝，好，鲜榨糖我才不要懂呢。鲜榨糖我小时候刚吃的时候还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太常吃了，是因为以前爸爸有一位做中药的朋友，然后爸爸每次过去。泡得开杠的时阵啊，那个阿伯都会拿1把的血浆塔出来，1把吃不完，你知道吗？吃到都没办法，吃到超恐惧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绿色包装红色螃蟹的那个吗？
包装袋就一个红色螃蟹，螃蟹包装汽水糖。等，我查一下好了。啊，那个好吃，那个很酸呢。这个很好吃哎！天哪，这个超好吃的，这个哦，可以，这个快点，我把它抓下来。这是要喝起来的。这个很好吃，我要介绍给大家。我小时候很爱吃这个。快点哦！随着你各位股东愿意参与，我们像这个可以就是获得这个礼物随机增加了不少哦。来。我们现在还有什么？等，我要 PNG 档。等一下，各位股东请等我一下。来，到马姐嘞，是哦，可以啦，可以。我们现在已经抓下来了。等一下，我们再快点随机送出去。就是这个啊 ，Uber 啊，这间要小喝起来，这个好好吃哦，而且它外面我记得超酸的这很好吃，超好吃！天哪，我儿时回忆被炸出来了。水灵宝贝，你不讲我真的完全忘记了。而且福利熊形容那个，我像刚刚完全没有印象，现在突然想到，对，可以吹口哨是不是？长官来2罐提回去，150块，真正是有够会喝的有无？好，祝福你，然后弟弟美女生一个好戏嘛，查某囝嘛是就会喝的，安尼好不好？我很讨厌鲜榨糖，我现在没办法了。新秀的午安，大家好，冬瓜露糖果，很好吃，杨桃糖。太会了，好来，我们再经历一个，我们像这个随着你各位赞助的增加，我们现在可以送出来的这个点心越来越多咯，会不？好，我们现在就放这边，我们这个螃蟹的这个酸糖就先放旁边，而且它还有点那个苏打气泡的那个口感，对不对？好怀念哦。好，我们继续来，刚下蛋的长官刷的来伊木拉上。我今天没想到这些双重语音到底怎么回事？半神半身衣半血，全都就要是全血。脑中金珠总满满贯吧，应该是满贯。将阿本布满变天，好怀念哦，真对啊！好，谢谢牛妈，感谢牛妈。既然你都已经提出来了，我看一下冬瓜露糖果跟杨桃糖果是不是？好哦，来，等我一下。冬瓜露糖果啊，好怀念！有啦，你们怀念的都有，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什么？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有想要爱你的冲动。好怀念哦！冬瓜露糖果来，随来去背一下，安尼好不好？好，来随来去背一下，来随哦。冬瓜露糖果，怎么这么难去背啊？还有些阴影，我不需要阴影哦，谢谢。我们是来用我们的那个程式软体去背一下哈。冬瓜露糖果加入战局啦，来 PNG 档。冬瓜露糖果好怀念哦。好，谢谢。咱今嘛套圈圈的这个礼物，这个奖品拿来拿这咯恁看，水啦，有无？冬瓜露糖果够香，等下我看一下。有没有那种3种颜色软糖？哦天哪，过年的时阵就要求呢，那个是过年的时候的其中一个年糖。猪猪之前有把它做成蛋糕，很可怕，因为那个也是我不太敢吃的，那个也是我不太敢吃的糖果之一。不是笨蛋熊，你要做什么？笨蛋熊，对我其实鲜榨糖也完蛋了。可是它并不是我害怕的食材之二，就是会念出场是吧？我只会念一谢谢啊，邢秀玲。我为什么突然想到多彩多姿？等一下，鲜榨糖不要，完蛋了！你们怎么都会在 focus 在这奇怪的地方？可是它并不是我害怕的其二的食材。不就山寨百科必斯吗？还有那实验都会情人糖那个好吃，里面有加那个，我觉得它外面是凤梨口味，然后里面是巧克力酱，很有趣这个可以，那个我把它抓起来一下。快点你各位股东这个基本上我们今天其实原本想说随性玩，但是如果
想要看这个小喵喵到底算了什么，这个蕾丝内裤给朱蒂卡哦，未来有可能变成参考周边的这个部分，我们那个5300有机会把它丢一下，搞不好就有机会公开一下至于就是那个大佬目前不在线上请各位其实也不用太期待因为不在线上这个基本上可能没有机会被解锁了然后总之呢，现在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情人堂的部分朱爱感谢我咱今仔日咧做生意嘛是做生意不是咧等下做生意是生日做生意我你可以这样拿讲算了我不管了，但是前方有一罐芦笋汁在颤抖，前方有一罐芦笋汁在颤抖啦！打弹珠老板娘一直说是套圈老板娘要转行了吗？是因为按照林刚才就是好像在今年年初还是年底，就是我有去那个就是公司那边当套圈圈老板娘，然后凯文还说这个套圈圈老板娘很不厚道。我就那时候就觉得很好笑，那时候是要用猪猪 3D 形象，然后变成了套圈圈老板娘，我记得应该是去年年底的事情的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套圈圈老板娘好好笑然后我就一直改不过来。好啦，之后可能有机会来套圈圈一下。虽然说我现在看不太到你们，我现在看不太到你们谢谢。好了，葡萄干跟鲜榨糖不要啦，这很可怕的组合，好不好？然后人力不足，打弹珠老板娘都在帮他套圈圈，就是打弹珠老板娘人力不足，到旁边套圈圈老板娘那边打工，画面心酸流出这样子。老板娘生意很好，就很多对，都是我的啦，好不好？对，而且我现在已经看不到你们了啦。等一下，我把前面那个弹珠清一下，你们等我一下。我们就是要我们要维护一下。我们现在维护一下。等一下，我要怎么维护啊？等一下我们现在来维护一下，维护机台。等我一下。我们现在维护机台的部分维护机台，我看一下。有了，我们在维护了。来，我们先把就是刚刚就是有卡住的这个机台，我们先清除一下。好，这个目前应该就 OK 了，对不对？来，我们这个维护的机台，我们现在维护中。好，等一下好，应该是对，我们这个弹珠台维护中，而且弹珠台自带这个语音的部分我高度怀疑弹珠台自带语音，不然它怎么莫名其妙有双重语音？追先生也拉下来，欢迎来到迪卡频道，今仔日是拍竹拍竹台那是伫遮5300有满我有可能将来要卖的内裤这个什么图。小喵喵设计好会当公开一下有可能会卖啦，但是应该是确定要卖啦。就是未来的这个猪猪周边一定要出一件内裤要给自己穿的，然后但是目前造型还在参考中。对，还有戒指桃什么包梅子的，对，那个很好吃这打弹珠主要打老板娘家就不会用我们现在要帮忙去背来。等一下我选一个，等一下情人堂，等一下我们再去背一个，然后我们再继续送礼物有就是这个情人堂，好怀念情人喜糖，回包的呢。我看一下我要的是最复古的包装，请给我最复古的包装。等一下，我要的是最复古的包装，你们等我一下在这个康长你若是想要继续赞助继续升咱的这个拍竹仔台会当继续赞助落去安尼等一下我要找一下最复古的包装，那个最复古的包装去哪里了？等一下，最复古的包装解析度不好，但是呢，只能用这个了，就先用这个好了，这个才是我要的包装。等一下好，我们弹珠台老板娘现在刚刚去挖了一下那个情人堂的部分
情人堂谁最安内啦？好、啊，这不是外秀哈，拍谁？这我在网络上面随便抓，就是这个包装。对，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不是以前包装的，就觉得看了没有，就是不是我要的那个感觉，就是这个。好、这个真真正正的这以前小时候吃的情人糖，我觉得它外面的那个糖衣是凤梨口味的，然后里面就是巧克力，很好吃，巧克力酱。套圈对面不是射飞镖的，哈哈。套圈圈，对啦，咱这边主要台对面就是射飞镖的啦，就是套圈圈，安尼好不好？等一下，我能力不足啦，等一下啦。好，追声大哥伊拉塞，还有戒指糖是要复古的话，等一下哦。好，麦香的包装有90年代，对，这个很怀念，有没有？好，我们这个主要台头给你哦，拿来拿这礼物会上给大家哦。好，刷得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要送礼物的是，我们刚刚送到谁去了？我看一下。然后我们刚送到谁去了？我们加快送礼物的脚步，完蛋了！我们刚送到牛妈，对不对？好，牛妈，好，牛妈已经送出了她的冬瓜糖了，对不对？好，牛妈，冬瓜糖哈，不要说这个猪猪不厚道啦，来，冬瓜糖来，快点，跟你们家小王子来，快点，哦，本本呢，你好不好？哦，记得要跟小王子分享哦，你好不好？好，冬瓜糖哈，小朋友最爱吃了哈，哦，顺便给小王子讲好滴滴。那我跟小王子还太小，没到生意好吸啦，等到之后，炒水宝，安尼好不好？吼，好，安尼，好，咱的牛妈这笑脸嘛，安尼好不好？好，睡啦，好，来，快点，来，我们加快脚步吼，好，牛妈的完成，来，刷得来，我看一个是哪位嘞？看一下哦，牛妈说好，牛妈说好，你等我一下吼，咱这边弹珠台这样就不会用诶，然后再上礼物。哦，刷到来，我们看是啊，行情马上来30块啦，来行情马上，它都要咱讲吼，这家就怀凉嘞，这个实在是很怀念，对不对？那快点，我们这个30块哦，2颗这个螃蟹的这个有点类似那种什么苏打碳酸糖，哦，这个很好吃，我小时候很爱吃。好，行情马上，快点，然后我们2颗哦，30块领2颗还不错啦，吼，可以啦，对不对？7岁这个很抖动，那个身体基本上没抗击啦，吼没抗击，安尼好不好？啊，悠悠伊拉下，咱刷落来，我看一个，要领礼物的是倒一个来？好啦，搁是咱套娃75C 来，不是75C 啦，呜啦，哎呀，哈哈哈，来，咱给咱的小蜜蜂哦，够囧啊，哦，有双重的声音，哦，大家玩得开心，猪猪也开心，来，套娃，就安尼啦。嘛是祝福咱头娃娃相对对万年富贵，咱情人堂安尼好无？30块吼，2粒安尼好无？吼，虽然讲这毋是我的手，啊，毋过吼，嘛是送咱头娃相对对万年富贵啦吼，咱头娃紧领去吼，来吃都吃吼，拢食好滴滴都吃来，头娃你也伫遮吼，好，刷落来我们看一个哦，我们这个主要台头家牛就不用诶，刷落来是我看一个，所以我们长官，别人姓名是空金哥包赢，阮的姓名唔值钱，无啦，就值钱的啦，好不？来，长官，来，我知影你就支持咱迪凯平的，但是为伤支持啊，定定互咱断手脚吼，互你的水波断手脚哦，有这个情形呢，来，有这个情形吼，嘛是摕这啦，吼，安大一个水波有无？吼，水波安大好势，咱情人1人1颗，一人1粒。感情才袂散，安尼好无？吼，安大一个水宝吼，相对对，真正万年富贵嘛，吼，嘛是祝福咱长官，吼，够咱长官的水宝吼。食好甜甜美丽，那生一个人好事，啊，那是生一个查某囝嘛是不要紧吼，身体健康是上重要的啦，吼，来，今年去吼，长官，谢谢咯。哦，情人糖哦，情人糖很好用诶，刚好就是抓到图片都是成双成对的。来，刷落来，阮看一个是哦，马克先生细思入记，乾坤不笑，超级英雄啊！咱30块啊，783，我收到啊！我看一个，竟然是咱叶老师的这个出场诗啊，不是783是咱马克先生哦。哦，使用我们一页书的出场诗，咱看一个。好久没看情人糖，就会变成了人情糖吗？真的吗？为什么会变成人情糖？为什么会变成人情糖？而且我发现，
哎，兄弟们，等一下，为什么我这边的聊天室又记忆体不足了啦？等一下，你们又不见了。那是咱套圈圈老板娘心力雄厚，等等，心力雄厚啊，个记忆体不足啊。来，咱紧转来，来等下哦，咱套圈圈老板就无用哦，伫咧隔壁个要顾这拍桌啊机台吼。我的本业其实是套圈圈老板娘啦，啊，毋过咧隔壁迄机台，今仔日咱老板娘头家无上班吼，叫我来这打工一下，做一下工课一下吼，领时薪的啦吼，领时薪吼，谢谢。我们今天大概只营业到大概4点半5点吼，让他把握机会，谢谢。把握机会，你若是今仔日拍一个珠啊拍了的，咱隔壁套圈圈吼，嘛是会当算啊吼。来，刷落来，我要送这个马克先生来，感谢你的赞助，马克先生来，唔知影你介意倒一个，啊，但是咱马克先生来，吼，来相逢知是有缘。我们这个汉堡糖好像没什么人气，吼，但是呢，我相信它非常的好吃。我们刚刚水灵宝贝一次拿了好几颗走了，好不好？我们汉堡糖也是很有人气的嘛，对不对，马克先生？来哦 ，Q 弟弟，吼。短腰诶，吼，来提顿去，安尼好不？哦，感谢咱马克先生的支持，哦，嘛是相对互你哦，吼，来马克先生来，这个汉堡糖哦，我咧讲好弟弟，啊，迄美丽也就最好生诶，每一个你啊疼爱拢讲弟弟美丽，那最好生安尼哦，嘿，一人雇2摊，实有够无用的无用吼，哦，所以咱咧股东吼，咱赞助起来，来升一个咱的弹珠台有无？好，我们像那个。台面上已经被那个糖果奖品淹没了，我们先来处理几类。好，我们先要整理一下，好，让这个台面清洁，这样大家才可以继续玩我们的这个。好，等一下哦，整理一下这个台面哦，这样大家可以想要继续玩的哦，可以触发一下我们这个。好，我们这个麦香留下来，谢谢。麦香留下来，等一下哦。好，好，没有问题。OK， 刷的来，我们看一个哦。接下来我看一下哦，马克先生玩是恰恰30块，看一个哦。等一下，我要拼一下，你们等我一下。我现在看台路还不是那么快。Suzuki， 乾坤不巧，巧进英雄啊！恰恰，你打的是那个啦，爷爷输的这个出场时的台罗被我读出来了，好开心，我读出来了，好庆祝我自己读出来了，我要送恰恰，庆祝我自己读出来了，恰恰来口吐白沫一下，还好我没有读到口吐白沫，恰恰来快今天起裂疼啊，哦。谢谢，还好我没有读到口吐白沫。来，刷落来，我看一个是，猪猪生日快乐，祝福你，福如东海，然后寿比南山，天天开心，天天乐，弹珠台超酷的，顺带一提，之前没机会收听。我们在这是查某囡仔呢，谢谢。然后我们这边啊，我们拍摄，我们知影你是查某囡仔。多谢，我跟你讲，今仔日若是咱查某囡仔有斗内，拢会当收到这哦。快点带我去办家家酒，谢谢你的30块，快点超值的。我们今天斗内水洗，让大家玩得开心。你若是查某囡仔的，会当产咱水灵宝贝到底办家家酒有无？好，不要说我们老板娘不厚道，我们女孩子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办家家酒。你们男生应该不会想要玩到这个东西吧？老板娘，巧克力香烟吗？哦，就怀亮诶，巧克力香烟，咱等下让吹一个。好，咱先这个礼物先分呢。好，我们这个快点要先把这个礼物先分完。快点，我们这小女生都可以获得这些奖品哦。我拿去玩扮家家酒，我希望你会开心。感谢持续的支持，好不好？好，给大家生爱欢喜哦。我们小女生都可以有领这个，来。刷落来，我看这个是多一个的。对，谢谢哈雅，谢谢你要常常来哦。然后接下来谢谢你们的生日祝福，我看一下还有3哥，猪猪的网络角色应该也算是一种数码宝贝。那么数码宝贝，
猪出来了！大大妈妈叔叔猪什么啦？三哥你真假哦？我男生流是战斗陀螺吗？对耶，战斗陀螺很像要快点，对耶，加码一下，这样子男生才有获得战斗陀螺的可能啊！好，我们把这个三哥的礼物配发给三哥之后，我们快点来，三哥，拍谁？给你久等了，三哥。来，三哥不要说我不厚道，三哥。等一下哦，这个好像又是上次来洗版的这一位哈。好，没关系，待会我就会把它杀掉了。等一下，我们要先看一下那个配发三哥的礼物哦。我们配发三哥的礼物哦，我想一下哦，配发金金芦笋真实在是太不厚道了，因为毕竟三哥就是金金芦笋真的爸爸。那不如我们就好，三哥我们配发我们熟悉的麦香最对味哈。我们这是打对台的这个品牌战好不好？既然你送给我金金芦笋汁，那我送给你2罐我们熟悉的麦香最对味，安尼好不好？也当跟我们三哥夫人共享，好嘛，是相对满年富贵，好不好？本饼的就这人夫要送就一定要送一对的，不能只送1罐。然后老婆大人说：“为什么只有你要？你去哪里？为什么就只拿1罐回来？我也要喝，对不对？好吗？安大姐的那夫人这样在家中女人开心，全家都开心嘛，安尼好不好？来，不是长官，对不起，长官给安大喝谁啊？今麦我那3个也让安大的水波一个谢谢小鱼宝贝替我处理掉了，谢谢。现在小时候的比较玩阳刚的东西，例如不会是他哇，真有潜力，非常的有潜力，他哇，好了，来3哥尿尿等起可以顺便就是请我们夫人人家喝一下我们熟悉的麦香最对味啦。欢迎刷了来多，等一下哦，水灵宝贝，老板们在干广没有错，水灵宝贝，水灵宝贝，你刚才已经领玩具了，水灵宝贝来，我们水灵宝贝，来，我们水灵宝贝刚刚很像情人糖，水灵宝贝快点，我们有2个情人糖领回家，好不好？我跟你讲，水灵宝贝，不管是单身还是双生，我在讲什么？不管是单身还是脱单，你都要幸福，知道吗？这个糖，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要送给其他人吃，都不要紧，我们都要成为开开心心的单身狗，不是？好啦，我觉得有时候我都会看缘分，单身或者是双生，对，就是大家过得幸福最重要。然后祝福水灵宝贝，就是未来会不会有好的缘分不知道，但是我比较希望你开开心心，因为好的缘分太难找了，猪猪姐姐知道。对，但是还是和水灵宝贝讲好滴滴，然后祝福水灵宝贝可以开心健康，好不好？我今天开在我把你小酒好不好？我没有喝啦，说泰铢是可以这样子一直按一直。泰铢就是要一直按，真的，长官，你听我说，你一直按，真的是有疗效的。然后疗效是什么？我在讲什么？我好个人家就赞好不好？你们如果久久不按的话，就完蛋了，就是真的会完蛋。你们就是可能2-3天按一下，效果极佳，效果拔群，相信我，好不好？那个好吃啊，那变成双生狗根本地狱去。大姐，你不是给我滚啊吗？还这边跟我讲干话。好啦，算了啦，是大姐。我的心跳，我的心亲像风台，袂动止。恭喜猪猪生日快乐！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龙卷风行，大姐，谢谢啦。不晓得是有什么样的爱情在滋润着你，如果有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恭喜！今天这个情人糖还不错呢，效果拔群呢。爱情来得太快的话，那么大姐把是就后力相对对满你富贵，就不管是要给泰铢吃还是自己吃，不管你是单身还是也是双生，都希望你们过得开心。在情人糖上后力刚下列赞助，好不好？情人糖这样我刚好加啦，里面那个巧克力我以前都会挖起来吃，我以前有时候。就特别不太想吃外面的那个糖衣，我就会故意把它咬碎，然后把那个里面的那个巧克力馅
把它挖起来吃完之后，然后再把那个外壳丢掉。亲人头，快点大姐尿尿等去哦！感谢你的支持。刷落来，我看一个。萨库拉桑，路过的路人，谢谢天蓬妞妞，圣诞千秋万寿无疆，谢谢萨库拉桑。萨库拉桑那件景我有夸过你，我有看，其实萨库拉桑之前很像是被某一个逼蓬蓬降落下来的这位观众，我有记得他，谢谢你，今天也过来祝生日快乐。那是咱萨库拉桑来啦，萨库拉桑，我唔知是安怎，我看到你萨库拉。就想要送你一个沙士糖，歹势毋是鸡卵糕，嘛毋是一支番仔火，是沙士糖，安尼好无？是沙士糖哦，而且咱萨库拉桑赞助的是75块，有无？来，咱唔拿沙士糖，吼，咱阁有这上赞的，有无？吼，各种的沙士糖甲酷辣糖，吼，拢总摕互转去，恁讲好毋好啊？讲谢你的75块。有加够通的啊，你好不？来，萨克拉桑，给娘娘等去哦。你是老情深，等一下，好鸡巴少点写的功效。我觉得我吃的龙山蟹很特别，一颗糖有2种口味，对，没有错，它是2种口感，一个是巧克力口感，然后另外一种就是酸酸甜甜的糖果口感，双生诞生有这种说法吗？这不就是说你说吗？有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就啊，萨库拉桑刚下你的漳州来，你的沙士糖跟酷辣糖，今娘娘等去，嘛祝福你，讲好弟弟明年也当生一个好事，安尼好不？吃甜点啦，小时候都很爱吃这些糖果，长大反而比较少可以接触到了。歹势，我经历一个，我今麦在弹珠台满满的糖啊，吼，还经历一个哦，吼，所以来经历一个哦，刷落来我看一个。啊，可是咱头啊，万岁万岁！来咱头啊，你今仔日食糖啊，食到真正拢喙齿要歹听啊，有无？而且咱头啊嘛，来，我看一个，来，不要说我不厚道，头啊，不要说我不厚道，我觉得我们这个套圈圈老板娘 ，A.K.A 弹珠台老板娘要送的礼物，已经花样又消失殆尽了，但是呢。感谢我们汤瓦对本频道的支持。对我先声明，我送汤瓦葡萄干，并不是我想把葡萄干驱逐出去，而是我看汤瓦很喜欢葡萄干，他长得一副很爱葡萄干的样子，我只好送给他了。对，毕竟葡萄干对我而言是不能吃的东西。但是我汤瓦，你愿意帮我消灭的话，请拜托领走它，谢谢，万分感激。刚闻刚侠，金刚侠，还有不是看到了萨库拉香肠，樱花感谢。樱花感谢实在是太福利了哦！今天的这个部分或许不太适合，对这个樱花感谢的部分，对这个樱花感谢的部分，对，如果我今天就是我们在于这个楼上的这个条状物，如果我渐渐溢满出来的话，搞不好真的有机会来玩一下樱花感谢的部分，对，就是我们这个楼上的这个条状物越是溢满，我们的福利越多哦，我就跟你们想看那种莫名其妙的胖次一样，都会跟第3胞胎。对，也是可以这样讲吼。好，汤瓦，感谢，快点把这个葡萄干领走，拜托，算我拜托你，谢谢。算我给你拜托吼，刚温刚下都来吼。哦，谢谢汤瓦，蓝色的来，砰砰砰砰砰砰。长官，这是什么咒语啦？砰砰砰砰砰砰砰，瞎毁啦！好，长官。过来，真正是足调皮的长官。长官，你他都是领这个，我看啊 ，BB 糖还是啥货，我已经没个底啊。来啦，不要说我不厚道。好啦，对啦，汤瓦，你帮我跟汤瓦不知道几号吼，麻烦他收下一下啦。然后我说我拜托他啦，你好不好？来，不要说我不厚道，长官，来，谢谢你之前哈，对，就是我知道你那个募资品，不知道已经买了千万次了，那个手已经断了千万。千万只了吧？来啦，不要说我不厚道，我们这个3哥特制金卤薯汁渣等级，安尼好不好？好啊，那只有1罐，我们他都有共贵嘛？那只有1罐，喂啦，水某嘛是有哦，但是人夫哦，你要在 level 都是你要在那双相对万年富贵安尼一组哦，都是领一组的哦，知道没有？好不好？我们老板娘是跳楼大拍卖了，就不用做生意了，你知道吗？赔本哎。
75块可以打弹珠，又可以领2罐金金芦笋汁。老板娘这不用做生意，今天做完马上赔本，1年只摆1天摊，你知道吗？完全超赔本，你知道吗？好，对，没有错哈。我们这个相对对哦，不是，这就不厚道了。我们不合，我就说我们今天那个在这谁的今天里的这个小蜜蜂的派气啊，然后我们在一起安装这个麦克风，就是有莫名其妙的这个双重的声音。但是呢，我实在是也是很乐意听到这个双重的赞助语音呐，代表我们这个楼上这个调妆物又进账了，好不好？我们调妆物又进账了，谢谢我们，来感谢我们，大家也来安排一下，我们薄荷可以获得什么东西哦。老金生，我知影你头拄是讲这啦，我知啦。比如有第一版和第2版经济路是的，这个你有疫情，甲今麦经济路损失都有hiệu啦。好啦，长官，我看我送对东西了，对不对？然后那经济芦笋汁来给亮亮等你哈，来刚下单的长官累积起哈，来刷的来，我看一下哈，来。接下来是我马克先生，张俊小妹妹，你家泡面已经煮好了，吃完赶快出来打底。吃完赶快出来打底，看带出怎么回事啦？不是我马克先生，马克先生你过来，马克先生感谢我们小天使马克先生我邮寄之前在我们那个就是要裁切这个朱迪卡的这个什么这个什么立牌的时候，是由我们阿英师操刀，由我们这个马克先生成为我们的可爱的小助理啦，真的是这份恩情犹记在心，好不好？那既然就是这个今天是崩裂后期啦，马克先生也感谢你来参加啦，那是 ANG 可以的话，也帮我把这葡萄干带回家啊！不是，是没去背板这个没去背板走开。等一下，我们需要的是去背板的，对，先冷静。然后我们把那个去背板的话，不要说只有他娃娃有，是不是？来，我们马克先生，好不好？对，这很重要。对，不，他一点都不重要。对，不对，对他很重要，他是你们的礼物。但对我而言，他是我会瑟瑟发抖的东西，请帮我带回家，拜托。强烈建议你各位带回家吃掉它，不要让我看到它，好不好？谢谢马克先生，来，列雷不更加这也可以叠上去呢。你看这个透视，居然还可以叠呢。好，也就是马克先生这样叠在他瓦上面。马克先生叠在他瓦上面，就这样。我说的是葡萄干，你们不要想其他的东西。我说的是葡萄干，马克先生叠在他瓦上面，好不好？有吗？动顿可以做到几次什么东西啊？好，马克先生，谢谢。感谢你，像就叠在了塔瓦上面，好不好？我们看我们可以叠几层，好不好？来，我们像塔瓦在这，好，马克先生在这，然后右手边呢，旁边的2罐麦香，那个是大姐的2罐麦香大姐2罐麦香，她在那边吃瓜，很坏，对，很坏，没有错，就是这样子。我们再看一下，待会要叠上去，继续叠然后找另外品牌的葡萄干，这个可以不用。葡萄干猪猪要吃，好啦，我之前如果你们可以肯定它的味道跟就是如果它的味道跟这个塔瓦跟这个马克先生的味道就是不太一样的话，或许我可以吃看看2位葡萄干蝴蝶，我那听起来怪怪的。哪有？接下来我跟你们说，接下来是我们 Kevin， 谢谢 Kevin 的赞助。那我们 Kevin 的部分，来我们100块的这个部分，来我们看一下100块的部分，不要说书不厚道，又是这句话，不要说咱的不用做生意，来不用做生意，不用卡当家店不会做生意不能站在这里。咱这个在雅琪的爱搞做生意，来，咱做生意是安怎来？咱100块，咱会当。拍这主要台以外，袂当摕这个BB糖，那是一了规罐送给你啦，你讲好不好？规罐送给你咱即摆这个塔瓦跟咱的马克先生在上下交叠厮杀，我们Kevin思思把咖喱咯加入进去了，好，我们一人之上万人之上我们Kevin思思整罐的叠上去是不是这个非常尊爵不凡是不是？我们看一下他们在相爱相杀情爱纠葛到什么时候？安妮赫本。我没有想开这道我只是说你们叠在那边。我们既然来到这个夜市打弹珠，我们领礼物，真的是这个头家牛真正起笑啊，没想要赚钱啊。
是不是100块直接送整罐 BB 糖？哦，75块、30块，直接葡萄干也整盒送，越送越多，真的是不用做生意，你知道吗？没赚钱呀啦！咱刷的来，我们卡一个，谢谢思思。刷的来，最后就是咱薄荷，来薄荷，你家己讲，你想要在哪里？不是。咱薄荷刚才你的75块，吼，但是咱薄荷呢，来75块多好，就是咱75，就是咱75的低卡来有无？咱金金芦笋汁，吼，真正就有灵气诶。我们75块刚刚好，多好，吼，感觉我们这个75C 就非常适合哦，这个芦笋汁哦，这个居高在上哦，像我们薄荷在思思以及我们 Kevin。在跟马克先生跟他娃的上面，嘿，最上面，像叠在最上面了，好不好？好，我们居高临下，好不好？在这么高的一个视野，薄荷感觉如何？一嘎嘎的说，啊，小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要买乖乖头啊！有，现在你们的老板娘要帮你们增加了，我们继续增加，等一下哦，谢谢，我们继续增加一下。而且其实它这个。很像会随着就是数字越大，淹没的东西越多的样子。就说你们赞助的数字，并不是上面的那个木字条啦，而是说可能30块大概2-3罐下来吧。但是如果说一下赞助到大概几千块的话，它很像就是会掉落超多的下来那种感觉，它很像是有这样子判定的。对，乖乖桶，还有那个你们说香烟巧克力吗？你有等我一下，我们像这个哦，主要带投给你，有今天5个不赢，不赢。好，我们现在马上来寻找去背一下。哦，谁来？蛋花姐嘞，好，谁来哦？我们现在找刚刚的巧克力香烟，哈，巧克力香，我觉得跟你们玩这个好好玩哦。我今天原本要唱歌，然后想说就简单的庆祝一下我们明天生日，因为明天我不开台嘛。但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一直很想跟你们玩弹珠台，然后刚好现在我们的背景又是这么的台湾，这么的复古，我就觉得不如今天快点来玩一下弹珠台好了。然后大家丢钱也随便丢，也可以不用这么有压力。那不管有没有丢满，其实我是觉得就大家好玩就好。丢满的话，弹珠看得很开心嘛。对，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在难得1年1度庆祝生日，大家玩得开心，然后生活也要顾好哦，好不好？对，然后重点是我们的周边目前也现正预购中，不管是周边跟专辑，也请大家就是好好支持一下，就为期1个月的周边预购，然后专辑的部分呢，如果你们现在已经有先买起来了，很感谢；还没买的话，都欢迎可以到我们的周边卖场选购一下。你看哦，我们机器人马上上工了，可能大家都一样抖念。等一下，你们等我一下，我越玩越开心。我们香烟巧克力，等我一下。还有那个什么柠檬啊，对，柠檬，对，酸梅啊，我想起来了，好怀念哦。有啦，哦，那个小时候很爱吃但是我就找到这一版，你们等我一下。什么柠檬啊，什么香烟啊，等一下，然后等我一下，我去背一下。让我起来哦，然后欢迎大家就是随喜过来一起玩，一起赞助哦。0块钱是没办法啦，但是至少30块钱哦，30块钱像是低标。等我一下哦，我找到了，就是以前这个很复古的这个梅子啊，什么柠檬啊的这些，我去背一下。随来，等一下哦。你们等我一下哦，那这个主要带头给你们，现在我看不赢啊！血汗劳工，等一下，现在正在去背中，等一下，血汗劳工，等一下哦，快好了。马上好。等一下
等一下，马上好，马上好，快好了，快好了。就先随意的去一下，等我一下。快好了，快好了。哎，我想要奇怪，我怎么没有选到去背？等一下，我按错钮了。等一下，我去的好烂哦！等一下，因为它这个光影还蛮多的。水云宝贝，我可以跟你求救吗？猪猪姐姐去背去的好烂哦！等一下哦，我请水云宝贝好了，救命！因为我还要找另外一个乖乖桶，等我一下哦。水云宝贝，这个看你有没有时间？没时间就算了，没时间我就用原图，等我一下。等一下哦。嗨，这个是国外的朋友吗？啊。Happy birthday 吗？谢谢，刚小丽的救后。虽然说我觉得我的英文真的是很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找乖乖桶。乖乖桶，乖乖桶，小时候每次看到人家在发，就觉得好羡慕哦。然后自己，对啊，真的小时候就觉得，为什么他们可以发，然后我都没得发，就觉得自己好可怜这样。有乖乖桶，我找到了，好怀念哦。我要找的是，有福利熊版本有福利熊版本有乖乖桶有没有？有乖乖桶，这个很好去背。等一下哦，快好了，快好了。好，有以前是小时候很羡慕同学可以发的乖乖桶在这里，然后这个是比较现代的福利小福利小福利的版本，有没有？好怀念哦，可是在福利熊的版本呐、啊。然后我看一下咱古早时代的版本，应该是有吹屋。等我一下、哦，有没有可能童年的存续一口气，就是好几年？是什么意思？水灵宝贝，等一下哦。有啦，以前时代的其实应该是找得到。好，有找到比较复古年代的了，而且就是解析度还有点就是不太好的那种。我们把那个以前这个年代的，就是应该可以勾起大家一些回忆。我们大家的年代都这么相像哦，你们都跟我一样5005岁哦。真的耶，我明天要5005岁了哎。这只猪明天要5005岁了。这只猪明天真的要5005岁了哎！天哪，有没有乖乖头？是不是？那主要带投给你，我这样我搞不会赢哎。随着你各位就是赞助的增加，还要再去挖很多很多的礼物这样子。霹雳卡霹雳啦啦吧，不什么啦，大姐在说什么？他来讲的大家都是一样童年，没有错，真的是这样，没有错。乖乖头就是我们以前那个年代的乖乖头，有没有子？快点，我们接下来有更多的礼物可以送出去了，好不好？那主要带大家就随喜，对，欢迎大家下来星辰，好好玩哦。对，我今天好多礼物都被挖出来了，谢谢你们大家。怎么还是一样碰啦？我一点都不碰，而且是福利熊版本的乖乖桶，福利熊小福利，5宝。我鸡皮盖脸，我明天就要，真的，我明天5005岁了大家。福利熊小福利版本，放那边臭福利熊，好坏，什么没有极限？对啊，好多好复古的东西哦。不过就像我常跟你们说的，因为屯妈其实不太喜欢，猪猪跟屯哥吃点心啦，所以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比较少有机会去，主动大人买回来这些东西。对，但是我觉得反而也是好的啦，因为就比较不会吃到一些添加物之类的。对。好吃的，记得啊！谢谢小鱼宝贝，谢谢。思思，你干嘛笑得这么贼？
哪有臭大姐？好，我就继续评，因为刚好有福利熊的版本没。好，水灵宝贝帮我们把那个香烟糖像去背去好了，谢谢。啊，太感谢了，太好用了，感谢宝贝，真的是一瞬间哎。好，谢谢。我们现在把水灵宝贝的这个抓进来。我们之前的那个有没有香烟糖的部分啊？哎，这个超级怀念的哎，酸梅啊，葡萄。然后我记得它是不是有点口香糖的口感？我记得它这个拆开，然后是有点口香糖的口感。你们吃的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吗？不知道我们吃是同一款。然后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吃柠檬款式的，对，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一堆化学添加物，反正就是一堆化学添加物之类的，对，超级怀念，超级怀念。然后，如果你吃过的话呢，代表就是差不多同年代哦，差不多同年代，明天跟我一样5005岁的年代这样子，柠檬有印象对不对？对。它想会很蓄力吗？不会啦，你放心。对，顶多是可能家里再多几箱那个葡萄干，然后我就放在角落，不要开启它就好了。我已经抓到就是被惩戒，我应该怎么皮回去了？柠檬有印象，另外一种是粉笔的口感。对。然后那些东西其实这样讲好像对不起屯妈，可是都是要真的要偷偷去买。对，就是要偷偷跟屯哥，然后拿着零用钱，然后跑到就是可能附近的一些，就是以前我记得便利商店还没有这么的盛行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会去一些比较干妈店，或者是卖一些那种就是一些糖果饼干的那些店，然后那些店基本上都比较少有连锁的那种。对，如果今年有再去日本，就是盛虹，你远到日本帮我找葡萄干，你确定那个葡萄干是真的是这么好吃的葡萄干吗？你刚好确定那葡萄干真的有遐尔好吃？那真的是好吃葡萄干吗？好啦，如果真的好吃到你觉得值得帮我带回来的话，我吃啦，好不好？如果真的好吃到值得让我带回来，我吃啦，好不好？谢谢大家，又勾起了我好多的回忆。今年哦，咱的主话台，今嘛增加就这礼物啊。不过大家该打的都打完了，对不对？我们该打都打完，都在旁边套圈圈了，你知道吗？都旁边开始套圈圈了，你知道？谢谢大家，勾起了好多的回忆哦。然后也感谢水灵宝贝，瞬间替猪猪把那个去背的部分去掉了，这样子。谢谢，对，还有这个你们知道吗？水灵宝贝帮我找了好多，我再给你们看一下。要尝试什么？大小姐的听，我觉得我还好啊，我没有这么皮啊。我觉得我还好，我没有这么皮啊。好像是或又像没有，记忆模糊。真的吗？雨轩香烟糖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古早了，就是真的要很挖大家的回忆的这个香烟糖。好，感谢咱宇轩70块跟升几百啊吼，我们这个70块这个有没有掉落？等一下哦，应该有掉落几罐吧？应该有吧？还是我把这个罐子稍微再调大一些的话呢？等一下，好，有又掉落几罐了吼。好。感谢雨轩，我们水灵宝贝又帮我同场加印了好多糖果。等一下，好好玩哦！还有这个口红糖啦，好怀念哦。有这个橡皮糖一定要的。等一下，这个炸弹超人，奇怪，小时候我怎么没有印象？是我们年代不同吗？哦，水灵宝贝，我要尖叫啊！还有这个巧克力条，对，等我一下，咱起码吼，头家娘吼收过无用啊！咱即摆有请这个工读生啊，咱工读生水灵宝贝吼去摕足侪礼物回来啊！来，即摆吼，感谢咱的宇轩哥赞助咱70块有无？来，有通食，搁有通掠。
70块，我们快点，宇轩来专播铁凳凳起。这个巧克力条，你们小时候有吃过吗？来，宇轩这弄你耶，这弄你耶，你好不好？刚小丽的站走吼，等一下哦，再多丢一点个怀旧，可以，小丽宝贝，如果你方便那边去背的话啦，就不影响你工作的时间为主，这样子。这等一下，福利熊有这么多制裁方式吗？福利熊制裁方式不就是葡萄干吗？顶多让你们发现我还是我很怕吃鲜榨糖嘛。小海棠有吃过，我记得以前吃起来是凉凉的。对，弹珠超人开始用那个放弹珠，那个猪猪姐姐没有玩过哎，还去买什么弹珠汽水？我不知道哎，收集弹珠，这个猪猪就不知道了。但是这个巧克力条，这个天哪，回忆杀整个被炸出来哎！来，宇轩这个巧克力条是你的哦，吼，隆中炸炸登去，好，隆中炸炸登去，好，今麦来收你来到的1745，有这个金熊啦吼，大家今天就随喜玩，随喜赞助，我们顺便研究一下大家以前小时候吃过的这些在夜市啊，或者是小时候去干妈店的时阵，有糖买的这些物件，真的是1块2块的那种铜板价的这个，好怀念哦！宇轩来进来，你的巧克力条炸等去，巧克力条超怀念的，有没有？一体膏状，还有对，还有摇膏包装的，没有错，真的。宇轩问不好，请问又有什么崭新的惩戒的方法了吗？好，谢谢宇轩有拿好了哈，好，全部都是你的哦。这边制裁，所以真的假的？我的制裁已经算这么温和了吗？鲜榨糖我没办法哎，鲜榨糖我真的不行。看到巧克力条，想到绿豆糕啊，对，还有对，抽签的绿豆糕没错。然后支付宝你好，支付宝听说就是现在还蛮多人在使用支付宝的，对，支付宝生意兴隆哦，谢谢支付宝生意快乐哦，不是生意快乐，对不起，生日快乐。不生气的话，我们今天可以玩这个弹珠台，大家随喜赞助，然后我们这个主要打一套给你的上你 level， 好的上你 level， 还有草莓棒棒糖1根1元，对，大猪狗很化学，可是小时候也很爱吃哎。好，我们宇轩你已经收到我们的这个礼物了哈。欢迎大家，今天就是我们这个弹珠台老板娘随喜赞助，然后我这边也随机可以就是回馈于你们糖果点心之类的哦。我们现在宇轩拿到的是我们巧克力条，然后巧克力条的部分你等我一下哦。接下来还有这个，对，绿豆糕、蜜地瓜，天啊，好怀念哦！我看一下哦，蓝狗贼有没有？小时候你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过哎？明天要5005岁生日的猪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有吃过这个？以前我很爱吃的口红糖，超级喜欢的，就是一糖在手就觉得天哪，幸福到升天哎！这个好好吃哦，这个现在应该还有在卖吧？可是就是都是化学啦，全部都是化学，可是好好吃哦，超级好吃。对，然后现在吃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吃完一条，但是小时候就是有它在，就觉得我好幸福，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孩。什么没内裤的人，臭仔仔，我的内裤在未来可能有机会出来，对，出来我自己穿，怎样？对，真的太怀念了，有没有？然后女生还问的啊，对我以前也会哎。以前在跟自己的朋友在玩的时候啊，然后都会分享说，哎，我今天带的是什么草莓口味，我今天带的是什么葡萄口味啊，对啊，什么樱桃口味什么之类的。然后真的小女生还会这边，哎，我今天就是带这个，我涂口红，你等我一下，我们要出去玩了，玩一起涂口红之类。小女生真的会涂哎，真的。我爱先生太了解了，你怎么知道我们以前小时候会拿这个来涂口红？真的，我们以前会拿这个来涂口红，真的。好怀念哦！然后接下来雪莲宝贝还有找这个给我，等一下哦。什么在倪总头上啦？你要怎么把倪总找来？问他有没有把内裤戴在我头上？怎么可能在倪总头上？我们小妮妮对我这么好，她这么疼爱猪猪，怎么可能把内裤用在我头上？不可能，不可能！小妮妮，我的内裤，我的套子。不对啊，我的内裤很像，对耶，小米你很像也是真的是嫌犯之一，
但是我不相信，除非小妮妮亲口证实在她头上，不然我不会相信的。不可能在小妮妮头上，绝对不可能。然后接下来，不管我的胖次有没有在小妮妮的头上，我还是要介绍给大家。这个橡皮糖，大家小时候有吃过吗？超级怀念的。我们今天抓出来的糖果全部都是回忆杀，但是也全部都是化学塑化剂，全部都是还蛮不健康的塑化剂啦。对，曹操表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小妮妮顶多在猪猪新一装的时候贡献了一些心力，在那个22666，不，简单来讲应该是还蛮庞大的心力，但是呢，心力也是有非常多大家组合而成的，其中的共犯是什么？其中的共犯也包含了2266的套娃娃，所以套娃娃也是有嫌疑把这个胖次戴在头上，不是吗？不是吗？有，现在也蛮容易买到这个橡皮糖的，而这个橡皮糖其实不得不说啊，不是小妮妮，你怎么在这里？小妮妮，现在你就在这里了，你说，你对天发誓，我的胖次是不是在你头上？我今天跟大家约好，楼上的5300要是就这么满了，我会分享给大家前2天小喵喵替我设计出来的那件胖子。但是现在他们要跟我讲，小妮妮，我的胖子在你手上，怎么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小妮妮这么疼爱猪猪的状况下，她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胖次藏在她头上，她也没得藏。我就问，请问头上要怎么藏胖次？胖次不就是你要藏胖次，你不可能藏在头上啊！你要藏胖次，你不可能藏在头上，不是吧？对对，小妮妮，不可能的。第一，小妮妮很忙哦，小妮妮很忙的，不可能说藏胖次就藏胖次。第二，我们的胖次，小喵喵它设计给我的胖次才不要这么容易的给你们看呢，绝对不可能。看到必买，一桶一桶的买，是不是？真的吗？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对我而言啦，就是小时候，我会去吃它，对，而且也是要偷偷吃的那种。而且长大发现它有很多的口味啊，有那个什么可乐口味啊，一些什么汽水口味的，真的很好吃。然后现在长大吃它，我发现它还是很好吃还是很好吃对，所以这个东西我是觉得真的小时候除了回忆之外，即使到现在长大，就是有时候看到朋友在分享在吃的时候，我自己还会就情不自禁的要大概一两片，说我也可以吃嘛，对，然后就大家共享那种感觉。怎么那时候说怎么办？然后他说对怎么办？不可能，我们小妮妮不可能说对的，对，我们小妮妮不可能说对的，顶多可能会被制裁。制裁整条满之后，我必须把小喵喵设计的那个胖次分享出来。那小妮妮这么疼猪猪，她绝对不可能把猪猪的胖次戴在头上。是阿月饼，没有错。我们小妮妮顶多神官帽，现在吉祥老师制作中，而且吉祥老师他非常的严苛的在完成我们小妮妮绝无仅有的神官帽。而且吉祥老师前2天其实滑倒摔伤肋骨断裂，你知道吗？我前2天还在关心说，吉祥老师，我们的神官帽应该也差不多要算是要快点，就是要赠送给我们的大佬了。目前你的进度还好吗？就吉祥老师说，这个对，不好意思，猪猪最近前阵子摔伤，他的肋骨断裂。但目前神官帽已经来到了就是80%-90%的进度了。对，我们再次感谢小妮妮去年非常真的很支持猪猪
的募资专案。对，我现在想起来是觉得我们去年募资专案真的是心情三温暖，超级的心情三温暖的，你知道吗？当下其实完全不晓得会跟大家跑到什么样的一个数字，然后当中也获得了文化部爸爸的赞助之后，然后不知不觉跟大家一起努力的拼到了100万赞助的门槛。我当下想起来还是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真的是太感谢了，你们知道吗？这袋唐吉诃德买到了日本的橡皮糖就回不去。日本橡皮糖很好吃日本橡皮糖超好吃的超级好吃。我懂为什么长官回不去，可能要说让我藏在水底下。小妮妮，阿燕说我的内裤藏在你的神官帽里面。小妮妮，怎么可以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吗？什么妮妮胖？你怎么可以欺负你？怎么可以这样？叫妮妮胖，最胖的是你，臭菜菜，听起来很严重，你知道？对，身体保重，不要忘记吗？前2次是谁拔的吗？你说这个礼拜的前2次吗？不会啦，我觉得一下拔个2次应该就差不多了，不可能连续拔第3次吧？不会啦，我们小妮妮很仁慈的，因为胖次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事关严重，不可能说拔就拔，对不对，小妮妮？对，不可能说拔就拔的。对，我们小妮妮这么疼爱朱蒂卡，第一，她不可能把内裤藏在神官帽里面，不可能。第二，我们前2次，我们小妮妮已经说拔就拔了，这次她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吃瓜，非常的袖手旁观。对，因为该拔的都拔了，对不对，小妮妮？该拔的都拔了，顶多就小妮妮就是零钱，可能投个35投个53块，玩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算是可以触发一个什么这个是什么不是套圈圈，我们这个可以触发，你看看我们的这个主啊台的这个就好算的这个雅琪的这个台呀有无？好，我们这个铜板价53块就可以触发我们这个金芦笋汁的掉落，就跟打弹珠一样。不嫌弃的话，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但主要台投给你，我今天是赔本在销售，你知道吗？好，你今哪里若是有怕竹啊，怕这竹啊，那老板娘对上帝 level 这 level 真正是不惜成本。你看一送就送3条，一打够这直接隆重炸回去，安尼讲好不好？真正有够好的好，只要铜板价就可以享受掉落的快感，以及弹珠台老板娘赔本的礼物。安尼讲好不好？安尼讲好不好？不知道，等一下瓜放在哪里啦？不会的，我们小妮妮今天很仁慈的，顶多就是玩一下53块，对不对？53块玩一下，然后就可以获得猪猪非常夜市的礼物，这样子。不知道是谁就蹦一下就来了。那个是那一天没怕刺，那是那一天我哪知道一下子就没怕刺了。小妮妮那一天一下子就没泡刺了，我觉得只是因为小妮妮手滑，因为小妮妮当天一定不晓得要做什么，她只是看到了那个赞助条空空的，就是觉得赞助条是空的，感觉就只是想填满它。大佬不就是这样子吗？什么激励掉落碰刺啦，没有这种东西。但是掉落碰，等一下我们来掉落其他东西看看好不好？你今天有空看空气吗？等一下，小妮妮有空看空气是什么意思？小妮妮有空看我们今天要掉落的这些东西，就如同空气般的这个物理是这样子吗？老板库存突然多了很多，老板库存太多了，对，急需你各位就是铜板价来玩一下掉落物。烹的话，掉落烹是我玩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办法设定哦，搞不好有办法设定烹，而且把那个烹整个掉落到整个，好啦，即使有办法掉落烹，但是绝对不可能让你们掉落太多的烹。等一下。搞不好有机会掉落棚等一下储存设定一下
玩这个弹珠台，它那个砰一下真的会掉落而且应该是我看一下范围等一下就是你赞助的数量越大，有没有？然后它砰的掉落的那个数量会越多的样子，我看一下。好，应该是设定好了。等一下如果不嫌弃的话，还想要继续玩弹珠台的话，接下来有可能就会是掉落砰应该可以吧？砰真的有，现在是应该是可以掉落的部分了，直接变成要变成什么怪妞卡莉了吗？为什么要变成啊？你说那首歌吗？3555吗？什么3555啊？对，猪猪是数学不好，3555是什么？3555是什么东西？我喝一口水要放微微的，很好，水灵宝贝，感谢你替我测试掉落砰，也感谢大姐替我测试掉落砰。是我的砰现在就掉落在这边的，但是绝对不可能让你们掉满的，知道没有？我跟你说啦，今天这些砰掉落在这边，代表我这些砰掉落完之后，未来就再也没有任何的砰了，知道吗？那今天掉落的数量或许不是那么多，也不要惊讶，就代表本人就没有这么多的砰可以做掉落，你们懂吗？自己血条剩多少所以我的血条是像355吗？感觉很稳，好不好？超稳的好吗？福利熊，我现在就今天就赌上了我今天的砰。你看，像掉落数量如此的微弱，我这些砰池掉完之后，啪的一声，我明天是我生日，完全就是精明干练的日子就来影响我了，懂吗？我先透过今天的砰掉落，把我身上全部的砰代谢掉。我现在砰全部都代谢掉，知道吗？砰多的主播，我就不相信你们灌的满，因为是这样子，你们可能还有30块，顶多意思意思跟你们掉落1颗2颗的砰。对，你们要从我身上掉落这么多的砰，不可能。我的身上就没有这么多的砰可以掉落，你们懂吗？感谢长官，感谢，欢迎来到迪卡宾的吉纳西，咱天蓬元帅的雅琪，好，欢迎来到的迪卡宾的来谁雅琪，给我主要带会当唐胜哦。你要确定吗？我就这么确定，因为现在已经是月底了，而且他今年说真的报税也报得差不多了，该炸的也干了。好，在我们这个礼拜，重头戏的新衣装，真的很谢谢大家的支持。对，然后大家其实真的也是量力而为，因为希望你玩得开心的同时，也要把生活跟身体照顾好。好，也就是说呢，今天其实我没有这么多的砰可以掉落的状况下，真的是双赢的局面，大家可以玩得开心，掉落些许的砰，证明我的精明干练，是不是？我的砰其实基本上根本就是微乎其微。我今天要在生日前一天证明我不是那么砰，我的砰就如同你们所看到的，顶多就掉落这一些，不可能补满，不可能像长官一样说的补满，知道没有？谢谢大家，今天以后我的精明干练就要影响我了，知道没有？就是砰什么装不下满出来了？人证物证在这边，目前的砰根本就还没满，而且是微乎其微的数字，前2次都没出手。不是啊，分手，大家顾好自己的身体，顾好自己的生活。对，你那个砰不需要满出来，对，而且满不出来。月底了，大家好好顾好荷包，它根本不可能满出来，知道吗？我们生而为人，要面对事实。朱蒂卡生而为你们的主播，经营4年多了。今天我们就透过这个夜市的弹珠台，还我一个清白。咱今仔日就烫金嘛，就烫金嘛。这个珠仔台的这个康章，我嘛唔知要怎讲，还我一个清白。我就真正无碰。你看恁面头前的碰，才几个尔，1、2、3、4、5、6，
叫6个嘛，6个尔，无啦，无遐尔膨啊，知无？看来猪猪和那膨就这么密不可分的关系，怎么可能？如果真的是密不可分的话，早就淹满了，好不好？满了你什么？满了你就大喊，我就是膨。我敢插，因为不可能满，不可能满，知不？不可能。好，可以。福利熊，我们今天赌上了福利熊的名义是吗？福利熊，你看，咱这个乖乖桶就插当家，你若是要来算，我就送你一手的乖乖桶，一手哦，一手是6罐对吧？你若是要抢我算，我就送你一手的乖乖桶，好不？不可能，真的啦！报岁月，大家好好的把你们的钱留在身上，还是满了明天。我觉得明天发文说自己疯实在是太牺牲了，我要在这边喊就好了，好可怕哦！欠教训，那好可怜啊！没可怜的代志，我跟你讲，可以，我就在这边当场喊，反正我新一庄整个人都豁出去了，我新一庄都一个跟我本来口啊！你要我在这边喊，除非你们装的满，而且要把棚装的满，你们知道吗？把这个棚装的满，我给他的差当家。来，趴趴熊，你也乖乖桶的差当家，准备给我领回去啊！记得现金哦。你是卖冲崩，因为咱水灵宝贝、跟咱大姐、跟咱长官的礼物，今晚阿美尼啊，你是卖冲崩。新一装再剪一次，我有点想，我到底有什么精华还可以让你们剪的？我应该没有什么精华可以让你们剪了吧？对我这么的精明干练，而且你看我前面微乎其微的膨，哎呦，好少哦！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淹满我们家的弹珠台呢？我们家的弹珠台只容得下什么？精明干练，知不？好，但是那个精明干练马上就满了，你知道吗？哦，我们家那种膨的这个图切换成精明干练，我跟你讲，一定马上就满出来，你信不信？啊，膨就没有满啊，知不？我很痛，我没法治。等一下，你好，记得要说精华哦。等一下，这个膨太多了，完蛋了！他一直在等一下，为什么这个膨一直在掉落？等一下，慢慢手，哎，这个膨一直在掉落，等一下，这不科学。等一下，不是这个效果十足，这个膨一直在掉，这个膨为什么一直在掉落？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太阳，等一下，我看不到我，等一下，我看不到你们，等一下，等一下，这个风为什么会满出来？等一下，我看不到你们了啦，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太效果了，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太效果了，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这个太效果了。等一下，这个中医之神，等一下来一下好不好？等一下，我跟你讲，你知道我底下，一阿美满出来，你知不？一个阿美满，它还没有满，还没有满。我在这，我在这，我得来家。等一下，怎么会这样子？这个还没满啦，等一下。我真的觉得好，我的碰又满了。等一下，只是我觉得六月老师这个实在是太神了。六月老师，我不知道这么效果拔菌，他完全福利手，我跟你拼了，福利手，来相爱相杀，
个福利熊乖乖桶，我要砸砸等去。我们今天主要带老板娘豁出去了，帮我灌满是吗？很好，一手的乖乖桶送给你，快点！老板娘说到做到，你给我领回去。3、4、5，我祝你寿比南山。我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再补了，等一下，我的机敏概念全没了，不要再补了，气死我！不准补，不准补满，等一下，为什么这么满？不是，这不科学啊！我不知道，等一下还没满，等一下冷静，朱迪卡，我们先把其他的莫急莫慌，我们先把其他的这些东西先关掉一下。对，我们莫急莫慌，等一下还没有满，还没，你们先冷静，还没有满，你们仔细看，还没满，对不对？你们仔细看，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的空间，对不对？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空间，对，好，即使我等一下可能真的要被精华了，对，但是，对，你看还没有满，对不对？我们这边顶多冲刺的就是福利熊的乖乖桶。好，福利熊福利乖乖桶，对，我们现在还没有买，对，我怎么会这样子啦？不是啊，这不科学啊，这太不科学了啦！怎么可以这样子？这完全不科学！等一下，为什么能掉下去？9天，等一下，我看不到我自己了。没事，莫急莫慌，你们先仔细盯着这个弹珠台。好，你们先仔细盯着这个弹珠台。我注定要精华了。来，我们今天真的是今年庆祝生日实在是太过开心。来，我们先认真的检视一下。那福利熊的这一笔下去，直接对满到8分，然后右手边全满了嘛？来，我们现在就插左手边了，对，左手边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左手边，对，我们头发还有点空间，对，代表我还没有真的蓬到满出来，对，我们还有一点空间的部分，哦，对，卡住会掉下去，有满什么满到荧幕外的？没有这种东西，这不科学，这不科学。福利熊，我跟你拼了！来，既然你这么捧场，我们这次的老板娘弹珠台，来，我们老板娘完全赔本。好，咱头家娘真正是起笑啊，无爱做生意啊，吼，不爱做生意啊。咱乖乖桶，咱福利熊联名版本乖乖桶，吼，一手，互你炸回去，咱盘下出来，感谢你趴熊。好，证明了我的精明概念可能还有在左边的那一角还是存在的。哦，左边那一角应该是要塞满我的精明概念，应该是那家也要让丢哈。好，这个部分其实不晓得该怎么说，但是我还蛮欣慰的，就是说在这个溢满出来的这个状况下，好，这个左边还有一些精明概念的空间，哦，代表就是精明概念这个空间基本上哈是即使被砰塞满了，依旧还是有精明概念的空间存在，对不对？是不是？刚刚就掉了好几个。我真的觉得刚刚那个精华起来真的是有够爆肝好笑的，我真的不晓得他那个效果拔群真的金额很大的时候，他那个掉落的效果真的很好笑，他掉落的效果太好笑了，你知道吗？好，福利熊这几手给你炸回去，好不好？好，这几手给你炸回去，好，真的就是让你带回家。哦，完全跳楼大拍卖，哦，我们套圈圈老板娘 AKA 主要台的头家牛，哦，真正不爱做生意啊，我们一年只办这一次，哦，我们一年只摆摊这一次，我真的豁出去了，我有时候有时候4点左右樱花那一波掉出去，回头可以看到掉出去，我的碰吗？那一脚不是碰什么啦？碰到连什么碰都不想靠近，哪有啦？又听着什么感觉好猛啦？呵，我跟你讲，我们说到做到。今天呢，我们这个本地的 Hockey 刚下大家，好替我们这个朱蒂卡
把这个5300直接又冲过去了，满满的膨。恁做我大头家娘真正也是足欢喜的，哦，今仔日生意兴隆，哦，俾我讲啥？我拢讲，我知道你们今天非常非常的贴心，你们知道你们应该有机会会成功，于是你们留了个角落给我，对吧？这个角落就特别留给我，要我剪精华，说我自己烹，是不是？我知道你们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就连灌满了这个烹的这个机台，也不忘留下了一个角落给我。你们真的是我最棒最棒的兄弟。今年真的是跟各位度过了一整年，非常非常开心的。没有一整年啦，一整个礼拜非常非常开心的生日。这个摆在这谁里，真正有够夭寿的，夭寿啥会？真正有够夭生快乐的。好，真的是超级超级消快乐、消喝剩哎，又快乐又好玩哎！用听的觉得很猛，一手不是6个吗？嘿啊，来啊，6个啊，6个，对啊，一手是6对不起，我们现在缺一桶乖乖桶。拍谁水灵宝贝，我们偷偷有在那攻读生哦，偷偷搞他体造几趟，拍谁哦，应该是6趟啊，来。我们这6桶交织在这，好不好？来，我们套圈圈老板娘非常非常的厚道，哦，说一手就一手哦，刚刚少一桶哦，只是头卡好雷公金对哦，头卡好雷公金对哦，凶送掉了，哦，听起来5000老师放什么啦？什么烹的花生在的，什么不需要再关了？超快，气死我！气死我！你们是这样子帮猪脚过生日的吗？你写安呢？帮你们的推过生日的吗？等一下，气死我！好生气哦！烹的本身就在这里，是哪招？气死我了！都角落生烹，5000老师，你看他们啦！气死我了！什么加码的精华？等一下。气死我！来，我们现在就带着我们这个福利熊的溢满的烹的祝福，恳求各位，什么好不容易有时间了，什么叫烹啊？什么东西啦？气死我了！很好，你们要这样子玩，我们生日，我们就来相爱相杀到底。他都要电先生武功，规定，记得剪辑。福利熊，我真的觉得面线们真的是爱死你了，我真的没想到你刚刚那个3500丢下来，效果这么拔群，而且他那个掉落烹还不是一下这样啪，我还在想说，好险，它掉落就是慢慢掉，因为它掉得很慢，所以一开始我还蛮放心的，我在想说，掉落才几颗，还好啦，不会溢满。的这个 moment 我发现不太对，它一直在掉落，它用很慢速的方式一直在掉落，它掉到之后真的满出来的那个情况下，我就觉得花了发，很好，我就喜欢跟你们这样相爱相杀，我就介意安呢，真正是我的兄弟，兄弟们，我们一票玩到底，6180，现在你们灌到了5300，很好。我即刻马上就会把刚刚福利熊要我说的那些全部都说出来之外，你们要是今天有达标到1万，我们就凑个整数。我明天生日我就 po 文，我就说我有多烹就多烹。我今天第2支旗就插在这边，我生日之前，这支旗你们最好不要给我拔起来，谢谢。明天我生日，打死我都不会说我自己烹。你们有本事就给我灌到1万，我就真的说我自己烹，就是这样，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今天我说完自己烹，说完我没内裤，就到这里了，这样就好了。明天我会开心的剖生日文，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烹，或者是我没内裤在内容里面。很好，我的旗第2支在这里。月底了，报岁月不是那么好拔啦，
你们这边还有一些些致敏干连的空间，你们填不满的啦。有大佬真好，你现在没零压了，靠各位大佬。没有关系，5000老师，我跟你说，最后的这支旗，在我生日以前不可能拔起来的，知道吗？1万就生日当天发文说自己碰，没错，水莲宝贝，我们真的是且拔且珍惜。朱莉卡今年真的是奇差好差满，朱莉卡真的是奇差好差满，我喜欢这样跟你们玩，反正这个旗我们就拔到最后一刻。我们今天陪大家到4点半，这个旗看你们拔不拔得起来。时间快到了，你们加油！不是小妮妮，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小妮妮，你跟我讲说你今天要吃瓜的，你跟我讲说你今天要看空气的。猪猪姐姐明天生日，是不可能po文说我自己烹的。我现在只要在这边说我自己烹就够了，就够了，知道吗？等一下只剩下3820而已，是不是？等一下，我的数学不好，为什么只剩下3820？我觉得6180要过去1万块，应该是还蛮贵的，不是吗？为什么只剩下3820？为什么我这样看过去的账面其实它还蛮贵的，但只剩下3820而已，是不是？这要请神明帮忙，先让我各位大佬拔起了。5000老师，你辛苦了，谢谢你前阵子帮我跟大宝老师娘娘还有猪猪补财运，我们真的是非常不是啦，Sakura， 你即马就无厚道咯。咱今仔日在主要台头家娘，是唔今仔日过生日，嘛是咧做生日，吼，这是咧当中这个小蜜蜂的拍拍器啊。我们今天这小蜜蜂又坏掉了，你们听到都是这个双重音的部分，你们听到这个双重音的部分，吼。那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听双重音不断的这个赞助的部分，我真是非常的感谢。好，那在 Sakura 个吹了起啊，1020依旧是补不满，好，依旧是没有办法补满我的棚，是不是？我们现在还有一小角落，好，让我看看你们好不好？你们即使赞助我，即使溢满了这个棚，在朱蒂卡面前，你们还是不忘要留一个小角落给我看看你们。我家面线真的非常非常的温柔。对，全部，等一下为什么这个棚又在掉落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疼爱猪猪，谢谢你们。不是啊，你不厚道，等一下，Sakura桑，已经6180了，等一下1万，天，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小妮妮没事哦，不用转圈圈。小妮妮没事，你乖，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反而非常感，不要傻了。等一下，为什么那个棚一直在从外面掉？等一下，那个棚一直掉到外面去。等一下，它那个棚一直掉在外面去，你们有看到吗？你们等一下记得抓呆。它那个棚一直往外掉落。等一下，啊，好多棚在掉。等一下。这个棚是这样子掉的吗？怎么可以这样子？等一下，救命啊！下风雨了！等一下，下风雨了！等一下，天哪！今仔日这个主要台真正是工程神队。等一下，碰到满出来。我真的没想到，他碰到满足，怎么会这样子？因为那碰就一直往外掉。等一下，谢谢你各位，你是天，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碰到满出来，什么东西啦？
谢谢大家。我真的想都没想到，在猪猪的生日前一天，大家如此的共襄盛举。咱这个做台的头家娘，今仔日真正有够欢喜的欢喜。咱的棚真正满出来了，满出来啊！真正满出来了，侥幸哦！真正满出来，那边哪？那有可能呢？这无可能的代志。感谢恁大家，吼！今仔日这个夜市的这个猪仔台的头家娘，真正是大赚钱啊！老板娘破台了。一起去看澎星，就在这烛台上。我今仔日陪伴大家到4点半，就伫咧4点13分的时阵，这个烛台真正满出来啊！就放你2个。不是啊，我想讲我这生日的爱老的爱喝什么？我想说生日之后就好玩一点，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直接味道。结果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这个弹珠台上面的棚居然装不下了，你知道吗？装不下了！等一下哦，我看一下有没有办法让它满出来，你等我一下。等一下哦，我让好像爆米花，等一下，好像爆米花，等一下，反正都已经满出来，你看，好像爆米花哦，有没有？好好玩哦！等一下，再一次，我看一下。好的，谢谢你各位。今仔日吼，真正是大赚钱，咱主要台大赚钱，这个好狠的啪手，嘿，老板娘破台直接尾刀，是今天有道的，跟我喝色，初衷没变，嘿，今天的是精明干练，有无？嘿，我才不要承认那个是泡，要摇一下弹出来，模型那个死角。好，没有关系，今仔日真正就感谢大家。我今年的生日真正嘛是就圆满的，你刚才感谢你们还就是腾出了一个这个精明干练的空间给我。对，虽然说我在想说我到底要这样子讲还是这样子讲，来，你各位尊爵不凡的大佬们，我们选一个地方，我这个旗一旦被拔掉了，好，老板娘说到做到，好，洗稿熄单灯，各狼者呀，各狼搭，我应该要这样子讲，还是这样讲？给你们选，来，快点，来，各位大佬。动力好起，好，咱今仔日真正嘛大赚钱啊！吼，旁边卡住超快。我们这个砰台真的是，对我真的是感谢大家。今天主要台真正有够喝生，我们要这样子讲，还是要这样子讲？来，给你各位大佬选择一下。吼，动力好起，吼，好，先把国外桶收掉，没有问题。照办。把国外桶收掉。好，等一下好多。好，这样比较干净，没有问题。好，耍的来，我们要怎么状况，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来留下我们今年生日季的这个最后的纪念呢？好，真的是有始有终的生日季耶！我们要这样子讲，还是这样子讲呢？好像都很好玩呢。怎么办？选择性障碍，各位大佬帮我选一下。我要就是留一个砰砰的这一块很好笑的，这样讲还是说还是这样子？感觉像这样比较好笑，感觉像这样比较好笑。看一下，把猪猪倾斜放在砰砰的堆下面，露出一颗头吗？倾斜放在砰砰堆下面，露出一颗头吗？
这样子吗？等一下，我看一下哦。是弹珠台，可是弹珠台如果缩小的话，那个棚还看得到吗？我们溢满的弹珠台，要买溢满的弹珠台的整体。整体好壮观哦！溢满的弹珠台的整体好壮观哦！你看，要这样子吗？要这样子吗？你们觉得呢？我们来瞧一下。对，弹珠台可以缩小，没有错，就是要演出你被棚埋起来的样子吗？好，要不然我2种都讲好了。对，好啦，老板娘跳楼大拍卖啊！老板娘跳楼大拍卖啦，觉得如何？来，咱今仔日大佬来福利熊，你介意多一个？你爱这款呢？好，你要这样子，这样真的很壮观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像刚刚一样，我埋在里面，然后只剩下一点点的那个脸跟头露出来，这样子。我喝口水哦。那等待一个吼，若是咱福利上吼，即马搁去无用啊，无时间讲，咱的2种拢讲，安尼讲好不好？我们就2种都讲。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棚的掉落？那个效果真的是很好太好玩了！我的天哪，炸的怎样？你们要玩棚？炸的怎样？你们要玩棚？我不知道你们这么爱玩棚我想说怎么可能？想说你们不会想玩棚吧？就还真的想要玩棚。投票好啊！那我们接下来投票一下，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来发起投票。那一种好，那我们福利熊开启，我们来投票一下。机台缩小版就是像这样子，机台缩小版的，好。那另外一种就是机台放大版，然后我有一颗头露着，机台放大版，好。那我现在发起投票喽，我们就一路投到4点25分，然后我们25分就来录吧。我们25分就来录，怎么会这么效果拔群？我的天啊！效果太拔群了，我的天啊！我真的感谢你们。这个机台可以开出来，在我们的生日的前一天一起玩，真的是太好了！谢谢你们大家。对，虽然说要录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我的4.0才刚发表完就没有报字。对，但这个礼拜玩得好开心，谢谢你们大家。天杀的，我明天就还要po文哦shit！还以为是弹珠，但结果是po文，我鸡皮疙瘩啦！我想说，其实芦笋汁应该很好玩吧？就芦笋汁，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也玩得很开心啊。结果换成砰，就整个换成砰就一发不可收拾，气死我！换成砰就一发不可收拾是哪招？好，我们现在继续来投票哦。看说要哪一个版本的，欢迎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目前很像是55哦，目前焦灼中。好，我们现在目前就是陷入焦灼中。看说大家比较喜欢哪一款式？哎，这就是这样，你知道吗？人不作死就不会死，你知道吗？人不作死就不会死啦。这只猪到底在生日季的时候作死多少次了？救命！我到底作死多少次啊？救命啊！对，炸裂的砰！今天这个弹珠台，我觉得这个礼拜的游戏都好好玩哦。就可能礼拜一的新衣装，然后就
其实我新一庄那天只是真的是单纯，因为我那天其实比较紧张的是我台语讲不好，然后因为要讲整场台语，不晓得能不能好好的传达我的感谢给大家，然后还有就是也好好的让文化部爸爸知道说，我们真的也是很努力在推广台语的部分。对，所以22666设在那边，其实就觉得好，大家随便丢，反正月底了，随便丢。对，然后胖吃的部分，其实我没想到会被解掉。我不晓得小妮一来就整个丢到解掉了，然后他哇又尾刀，好可怕，太可怕了，天哪！对，然后在隔天吃蛋糕，我想说就是大家也就随性吧，因为月底了，然后随便设个数字，但是为什么也被解掉了？等一下，是因为我每一口都吃太大口了吗？因为每一口吃太大口，所以很好玩吗？然后总之。第二天吃蛋糕也被解掉了，然后第三天想说好，月底了，你们真的干了吧？随便选一个好5300放在那边啊，对，然后小妮一来，然后也被解掉了，什么东西啊？对，全都要啊，没有，我忘记了，怎么会这样子？糟糕，怎么会这样子呢？总碰的吸引力比较强是吗？然后今天其实我也在想说生日季嘛，然后啊喉咙可能暂时不方便唱歌，不然我们来玩一下之前很想玩的打弹珠好了。对，然后我其实从今天早上就一直在找寻，就是可以这样子玩的弹珠机台，我试了好多版本，然后最后试到这一版觉得应该是效果比较好。对，然后想说不然玩一下好了，然后想说要设一个门槛嘛，想说不用，因为大家月底了，然后报税了，然后这个礼拜大家应该都干了，然后又要买周边啊、买专辑什么的，我就想说不想去设一些门槛，就是大家同版就可以玩得开心。对，想说随便啦，5300，然后放在这里。现在怎么变成这样？怎么变成这样啊？我明天还要发文哦！真的是不作死就不会死，真的是笨猪朱迪卡，笨猪，怎么会这样子？龙姐伊拉塞，好，我们现在25分了，我们现在案情线路焦灼我知道了。大佬们，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说25分就25分，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了。我们这个套圈圈老板娘 AKA 主要打一套给你哦，做事很厚道的，做事非常的厚道。我们大佬跟猪猪金架起就有默契你们是在跟我讲说小孩才做选择，我全都要。你们全都要，对不对？你们真的很坏，你们真的太坏了，你们一定全都要，你们全都要，对不对？我就知道，太坏了。好，套圈圈老板娘 AKA 主要打套给你跳楼大拍卖。老娘就都给你，都给你们，够有诚意了吧？都给你们。萨库拉来到这边同流合污了，萨库拉干得好，欢迎加入面线的团队，请保持你的清流，知道吗，萨库拉？来，我就先从缩小版开始。来呀，都来！我待会还要换造型，我们现在先从这里开始啊！等一下我换造型，你们也看不到我换造型，干脆不要换了，因为等一下的第二个版本是什么造型根本都看不到的，知道吗？好，今天的是100。等一下，115年台语怎么讲？好，不要从这里好了。今天的是5月29，今天是5月29号。明仔载
5月30日是我的生日。咱朱迪卡今年的生日真正是过了有够欢喜的欢喜，真正是小欢喜的欢喜。今仔日会当通食，请大家到底来算这纸仔台。这个头家娘真正大趁钱，有够欢喜的欢喜。我今仔日真正是最欢喜的，因为我真无想到今仔日的纸仔台，大家真正是足捧场的。捧场归捧场，是安怎？这个纸仔台有这么啊捧伫咧食咧？是安怎？这个纸仔台有这么啊捧伫我隔壁，已经抹出来啊！是安怎？这个纸仔台有这么啊济捧啊？这挑衅哦，要神啊！是我是啥物代志啊？啊，毋过我答应各位，爱讲会到做会到。所以，除了今仔日我过生日真正是有够欢喜，祝福家己，祝福家己生日快乐以外，我搁要讲，我准备谈，我石头大姐了，等一下，我今晚准备徛当家。讲我朱迪卡对天就抓，我规个人都足捧的，我规个人4.0穿新衫，嘛无穿内裤，气死我！我唔拿讲台语，我也要讲国语。今天朱迪卡在5月29号站在这里摆夜市，非常非常的开心，感谢大家的捧场。其实一旦拔了，就必须说到做到。我在这个礼拜度过了非常非常开心的生日。这个生日，除了我们可以一起公开我们这个非常漂亮的4.0之外，我怎么不知道我的内裤说飞掉就飞掉？我的内裤说飞掉就飞掉之外，在我明天要生日喽的前一天的今天，我还必须站在这里承认我很胖，我的胖就像是我现在左手边的掉落物一样，胖到满出来。除此之外，我还没有穿内裤，我干嘛穿内裤？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谢谢大家。昨仔头家你有在搏命演出秋风扫落的风，这个风到底怎么回事啊？好，第二个版本，各就各位。弹珠台老板娘超有诚意我这一段真的是诚意十足我今仔日唔那是要准备礼物，互恁宣布早转去，除了安尼以外，我搁要准备遐尔济捧，搁要讲我家己足捧，搁无穿内裤。真正是跳楼大拍卖咧！这个老板娘真正是袂晓做生意，会亏钱呐！好，咱第二个版本，咱来传一个，来，咱来传一个，传我好势吼。来第二个版本，我们这个是只剩下一点点精明干练的空间，我们只剩下一点精明干练的空间在这里，我们快点把这个
等一下哦。好，我们这个弹珠台溢满出来的这个棚，我们剩下这个空间其实是他们要留给我，就是装机敏感链的。对，我这溢满出来的棚，谢谢你们留了一些空间给我装机敏感链。我跟你讲，朱迪卡伫咧今年要过生日，真正无想到会有遐尔好耍。不过我嘛真正无想到是安怎？即摆有这尔济风伫咧我的庙头前，我伫要看门顶啊！恁敢知？我现在看不到你们了，嘿，恁敢看有啊？我伫遮啦，我是这名干的朱迪卡，那有可能呢？今仔日是2月29，嘛是我生日的前一天，我生日的前一天，2月29号，我在这里，我徛当家，要和大家讲，今年的生日我真正是足快乐的，因为有恁的陪伴，有这珠仔台有通耍，我今仔日是珠仔台头家娘，嘛是真正大趁钱，有够欢喜的欢喜。不过我唔知影大家是安怎，比起咱正的迄芦笋食，哪会大家较想要耍这个棚嘛？侥幸哦！而且这个棚已经挖出来啊，就像我同款，我伫这要从大家讲。我朱迪卡今仔日要过生日啊，不是今仔日是明仔载啦。我要过生日的朱迪卡，真正是有够澎的，澎到满出来，除了安尼了哦。我朱迪卡4.0请先上个8千台卡。我真正是诚意十足的弹珠台老板娘，恁刚才诚意十足弹珠台老板娘完全不念稿即兴发挥。我这些包是怎么回事？他对迄芦笋夹都没挖出来过，刚刚那个芦笋汁都没有满出来，为什么现在这个棚完全是满出来的状况啦？国语版本我们再来乱一次，诚意十足老板娘完全是不会做生意，只会赔生意，你知道吗？诚意十足老板娘今天在这里要度过生日前的最后一天的生日周的这个活动 ，AKA 套圈圈的摊位在旁边打工的弹珠台老板娘的这个活动企划，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共襄盛举，感觉都可以来当入场师。等一下，为什么又有碰掉了？等一下，又有碰掉了！等一下，龙姐，你先听我讲，我就刚下就刚阮恁过来，升这个蓬蓬的竹仔台。我刚刚设置的金金芦笋汁，我觉得它很可爱，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大家过来玩的一个力道。大家的确是过来玩了，但是刚刚的金金芦笋汁它不曾满过，怎么会这样？于是我突发奇想，不会吧？难道你们要的是这个吗？于是我把我的掉落物设定成棚，然后棚就一个接一个的掉落。一开始不过才3、4个，在我面前很稳啊，很稳的。对，它一直掉下来，它很稳的。我觉得我的棚大概就是这些而已吧。我在我今天把这些棚代谢掉，对，这些都是我代谢掉的棚。今天掉出来的棚都是我代谢掉的啊。这些棚代谢掉之后，我明天就可以迎向530
真真正正的成为一只5005岁精明干练的猪了吧？我不晓得我会代谢掉这么多的烹，我的烹代谢的完完全全溢满出来是怎么回事？它代谢到整个机台都满出来，我的烹怎么可能这么多？就说知名概念吸引路人进来，砰砰让人留下来。好，我3个月后要审核一下我们龙姐跟我们的 Sakura 是不是还在线上，是这样子吗？金桔芦笋汁包包蛋猪蛋，不对的，小汤包哥，哎，怎么会是小汤包哥？好可爱哦！代谢掉之后，我的身体就变成了一个正能量的循环，就非常非常多的精明干练。已经不再有烹，对不起，我为什么打嗝？已经不会再有烹了，所以今天我很开心可以把这群庞大的烹从我的体内代谢掉。对，我的烹今天全部代谢出来了。其实你们是为了帮我代谢掉我体内的毒素，也就是烹。代谢掉之后，明天要跟着我，牵着我的手，迎向猪猪的生日。从今以后，我们的烹只留在这个弹珠台里面，所以我今天要诚挚的告诉大家，5月29号下午4点39分，我在这里诚挚的想要好好的告诉大家，我很烹，我超烹，我的烹就代谢在这里了。从明天开始就不会再有了。我的烹除了代谢在这里之外，我4.0的内裤现在还不在我手上，我的4.0依旧是 no 烹，我的4.0依旧是 no 烹，依旧是 no 烹。然后我刚刚不小心把那个快捷键切换错了，我很捧，谢谢。小新老师这次给我的快捷键，我新一装之后马上又忘记了，又忘记了。什么？我快醒来，我现在很清醒啊！可是明天也要发，我明天也要发，我是不是很胖还没穿内裤？怎么可以这样子？太坏了，实在是太坏了！你们看，我们今天代谢掉的烹，你看这个代谢出来的毒素多么的可怕！谢谢，其实你们今天是为了帮我代谢掉这些毒素。天哪，从我身上排出来的毒素也太多了吧！这全部都是从我身上排出来的毒素哎！谢谢你们，你们除了帮我在新衣装上面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金流的加持之外，其实你们是想要好好的帮我代谢这些毒素。这些毒素代谢掉之后，我从明天开始，我就成为了一个5005岁只剩下致命干练的猪猪了。这些烹全都代谢出来了，代谢的好干净哦。看呐，代谢的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谢谢我们家的面线们，请问还有要继续代谢的吗？还要帮猪猪继续代谢这些烹的吗？对，我真没想到它掉落这么多，它到底是怎么掉落法？我先把它拉远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掉落的？它这个掉落的方式也太酷了吧！等一下，又掉了，等一下，为什么有一个烹又掉了？代谢不完的吗？不会的，对，我们今天全部这些应该都全部都代谢完了，对，该代谢都代谢完了，这些全部都是我身上的毒素，真的谢谢你们！没想到我今天想要玩的这个弹珠台，可以在今天全部都把它找出来跟大家一起玩，真的是太好了！会产生跟烹的吗？谢谢新友，那是我这摆的新衫，恁看我欢喜，猪猪嘛是就欢喜的哦。真的啦，这次的新衣装其实我真的穿得很开心。然后当中我们在安排新衣装的过程，不得不说真的是很爆肝，因为这次合作的老师们比较细，分工比较细啦。因为我们从设计开始
就已经是不一样的老师了。所以设计是我们非常漂亮的 cos 子泽 AKA 小轩。那这部分的话，我们就从可能设计方面的接洽谈，以及跟 LF 爸爸那边的一些算是详细的一些讨论，然后一直到可能建模那边，然后说真的分工非常的细，所以我们其实在这部分也是在这短短的，其实很像，真的也是花了半年，对，花了半年，赶紧把我们的新衣装全部一次做个公开，所以又是感觉又是花半年在做10年的事情，你知道吗？对，所以我体内会遗留到这么多的棚，全部都是前半年又超级过度过劳的关系。但是透过今天你们在这个弹珠台帮我代谢掉这么多的棚，我觉得没问题了。我想打起精神，我觉得我的感冒病毒也要随着这些棚被代谢掉了。明天一定又是精明干练的一天。可是精明干练的一天，我为什么要发文说我棚好不？这个量真的，田先生你真的学坏了，这个量怎么可能是今天的份？不可能，这个量不是什么叫不止今天的份？不是这个量哦，对啦，不止今天的份，这个量是我整年度的份了。你们等着吧，明天发文的我，虽然说在里面必须可能要加上一些关键字，就是我 no 胖啊，我烹啊之外，老师他们欺负我，我说这些烹全部都是我代谢掉的烹，我从明天开始我生日，我是寿星，这些代谢掉的烹明天不会再跟在我身上了。他们说这个只是今天亮的烹，这个是我一整年份的烹吧，大宝老师。气死我了！我明天的发文一定是具备了各种精明干练，顶多里面会穿插有点像是被盗账号的，例如 no 胖啊，或者是烹，但是明眼人就看得出来，那个就是被盗账号，知道没有？啊，おやすみなさい。あ、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お祝いもらいました。どうもちゃんありがとう。好，总之呢，老师来了要2倍了，不可能。我们现在已经从5300，对，真的是快要2倍了的这个数字，但是还没有真的2倍，对，我们怎么期待明年的烹啦？足足1天就能不是？大瓦越来越坏了，我不要理你们了啦！今天主要带头家牛真的是跳楼大拍卖。总之呢，感谢大家今天跟猪猪一起玩。那今天在我们的弹珠台上面，然后大家也获得了很多的礼物。今天等去啊，那福利熊的一手我要玩线上猪梦到买出来，这波都买出来。好，我们3哥，谢谢你的75块。那这个砰砰的这个掉落物呢，会随着您赞助的数量赞助的金额越多，掉落的东西，掉落的这个砰呢是越多的。那我们75块，我们刚刚有看到大概有掉落1-2颗，对，非常的划算。我们感谢3哥的赞助，谢谢3哥。你们这群皮到不行的小鬼，全部领回去啦，全部等起啦。等一下我们今天跳圈圈，老板娘 AKA 左台头家牛有无？这跳楼大拍卖，来，我们再次检视一次今天我们左台老板娘为你们准备什么样礼物嘞？准备像你样款的礼物，好，他们的今天我们是小女生才会拥有的，好，我们小女生今天有来打弹珠，就会拥有我们这个半++9的小礼物哦。好，小女生限定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来，我们这个学姐漂洋过海，好，从我们鹿儿岛赞助的这个金额呢，我们直接让她带走4罐这个 BB 糖的这个部分啦。好，刷了来再讲我个 combo 这是葡萄干，请带走它，好，这个东西呢必须说的很小，对它才是我看到它会有那个 PTSD， 这个缩小它，对，就这样子，好，就这样子。好，除此之外呢，各种糖类有没有？我们弹珠台这个每次在弹珠台上面都会摆在最上面，有没有？对，摆在最上面，然后我们就是可能打完之后就把它拿走，对，
好，我们这个这螃蟹，好，这个什么碳酸糖之类的哈，有没有？还有让牛妈公下面冬瓜糖啊，哈，冬瓜糖嘛是乌啦，哈，都放在那个打弹珠的这个珠台上面哈。然后除此之外呢，什么一整年不是，我就说这个是，好了，一整年的 PO 在这边，我从明天开始精明干练，知道吗？好，除此之外，我们刚好这个香烟糖，非常对不起，小云宝贝，我拿错版本了，等一下，小云宝贝明明替我续背完了。有没有哦？我们这个香烟糖的部分，Uber金价，谢谢，好怀旧哦。然后还有巧克力条啊，有没有？然后我记得这个橡皮糖，这个大宝老师本身也很爱吃橡皮糖的部分，好不好？一应俱全哦，好不好？好，我们这个套圈圈老板娘 AKA 咱主要带掏给你哦，真的是跳楼大拍卖，好不好？真的是不会做生意，很不会做生意哈！这赔本生意继续做，你知道吗？除掉加一哇，跟我烂3哥赞走Uber， 我们金金芦笋汁是真的是实体，大家拿得到的哦，好不好？好，这个真的是金金芦笋汁，来，很快几类哦。等一下，我们这个螃蟹糖换另外一个版本的，这个好，对，这个是去背版本的，放在这边，好不好？对，碎啦。等一下哦，还有看一下，整理一下。而且每次来夜市来生鸡块的物件，一定就会有台摇，所以我们今天是台摇冲刺整场哦，有没有？哇，好多好多哦，好开心！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没有摆上来的，给我瞎回嘞。应该差不多啊。最要的是这口红糖，有无？好，放在我的头壳顶。谢谢啦！今天套圈圈老板娘 AKA 不会赚钱的，不用趁钱的这个跳楼大拍卖的这个主要台头家牛朱迪卡下台一鞠躬，好不好？我鸡皮疙瘩啦，风都满出来了，在那边。谢谢你们，那我们现在快来找一下我们降落的地点。今年的生日真的是有够欢乐诶！真的没想到会玩成这样，我真的没想到我的 PO 怎么会满成这样，救命！我的 PO 怎么会这不科学啊！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检视一下这个 PO 到底怎么回事，这超不科学的好不好？等一下哦，有些糖果可以继续放在上面，然后。那个乖乖桶先坑了来，乖乖桶去哪里了？那这里福利熊有乖乖桶，乖乖桶坑家，乖乖桶坑家，我怎么看上去都觉得怎么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会满成这样啊？这个那什么？想满，所以咱来找咱刚到的地点。我们先来找一下降落地点哦。咱看一个哈，等一下，我们像电脑顿顿的，你等我一下哦，电脑好卡哦，好卡的电脑。套圈圈里面。套圈圈，我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机制可以玩。下次像今天这个弹珠台，我觉得可以启动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就已经很好了，超好的，好好玩哦。辛苦了，弟弟生日快乐，祝的却是世界忙，请要身体。好，马克先生刚下你的赞助，今仔日这个主要带头家牛咧，这个小蜜蜂已经讲到派去啊，所以有这个2重的声音哦，会有2个声音，其实你们也不用紧张，对，因为只是这个咱的洗牙器的时阵。我当时看到这个头家小蜜蜂派去咯，就是这个情形咯。刚下单马克先生178，马克先生是帮猪猪抓一个整数是吗？我以为你帮我抓一个整数，好，现在我们数字来到了10403，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我们已经真的
崩 double 老师的后 key， 我们真的已经要从5300又变成了一个 double 的数字了，知道吗？啊！ドバちゃん、スバちゃんありがとう。あ、これが何？お疲れ様？お疲れ様？あ、お疲れ様？わかるよ。お疲れ様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ありがとう。明日は私の誕生日だよ。明日は誕生日。今日はめちゃくちゃ楽しかったよ。とまちゃん。すばちゃんありがとう。おやすみなさい、とまちゃん。お疲れ様。好啦，我们快来找降落地点。啊！谢谢你们大家，今天你假期就欢喜耶，光欢喜也欢喜哦。刚小宁的赞助吼，希望你们今天玩得开心。对，我们这1年1度的生日季到今天画下了尾声，但是呢，下个礼拜开始，当然还是会努力的继续宣传猪的周边跟专辑，那也请大家量力而为。然后谢谢你们这个礼拜陪猪猪相爱相杀，玩得好开心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就是没想到这个礼拜可以玩这么多东西，完蛋，我的泵都满出来，不是，怎么会这样子？我的泵这样子，不是啊，这太满了吧！金金芦笋汁明明就很好玩，一定要我换成泵你们才要玩，什么东西啦？赌性坚强的我们，好，谢谢你们，生日快乐！我明天会记得发文啦，谢谢你们大家。切片尾，我们去找诺诺玩喽。世紀で高評吼。それでは、まもなくルノ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誰かのディレラン。露娜小妹的频道咯，请好好的安全带哈。我们即将加入到诺诺的频道了，请各位尊爵不凡的面社们系好你们的安全带，让我们马上降落哦。谢谢你们大家，好棒的生日季哦！明年我们再来玩好多东西哦，好不好？请各位。不管是过了明天，过了后天，过了下礼拜，也要跟猪猪持续一起走着这个足迹哦。来继续加咱的卡甲，安尼个好不好？谢谢你们，生日快乐！我是迪卡腾，祝你下礼拜见喽，大家拜拜。